袂停，感觉世态，伊煞去超看待，都讲转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无够风吹，身边只全是一千个等的，含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啊啦，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伊美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几冬，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舞，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全身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煞去超看待，都讲转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无够风吹，身边只全是一千个等的，含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啊啦，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伊美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
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几冬，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刚到世界，伊煞去插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涛澎湃，心比你绝比之情感淡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等。Hello， 大家有听到我的声无？大家午安哦，好久不见，兄弟啊！来，我把 BGM 调整一下哈。啊，我的喉咙很像有回来了，虽然说状况可能还得要在1个礼拜才有办法好好的把声音全部复原，但是我觉得80%有回来了，好了87%好不好？只要我今天不要聊过头，应该是有可以好好唱歌啦。于是我们今天快点来第一首歌，谢谢大家。我只要不聊天我就赢了，谢谢。等我一下，我会马上 setting 一下我们歌的部分。对，当然您各位兄弟们各位哥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但是我觉得再继续打招呼下去，大概又是1个小时起跳。我觉得我还是乖乖先唱歌啊。大家有哦，家孙有有好吧？有哦。啊，詹姆士快乐的歌啊！对啦，我讲我家己开台啦，我讲我家己开台参大家安尼台讲，真正嘛是有一张的代志啊，就是有一阵子好像没有好好的跟你们1对1的聊天了啦。对，最快就第一首啊！对，我们的马来西亚塔瓦，对，快点我们第一首。好啦，我还是要跟你们打招呼啦。哦，这首音最喜欢跟你们讲干话了。而且我觉得还好有 DC 哦，真的就是即使可能在忙或者是喉咙被锁喉，还是可以在 DC 看大家讲干话，或者是跟你各位讲干话，嘛是闹冷稍微啦哦，然后好，先拍一个招呼啦吼。来，首先洗到我今天这回两个真的，我还是要练一下，嘿，就是搞不好会撞到还不错的状态的指定曲，我们就可以请水灵宝贝接曲了嘛，对不对？然后阿月贝，他看多久会唱第一首？呵，你得给我真久看，给我留伫家真久看卖啊！我等咧应该是1点钟了后，我再唱歌，1点钟了后，好不？好啦，我今天尽量早点唱，我一想说要唱，应该还是要快点唱，要乖，要不然聊过头，我还是就是又不能唱了，到喉咙扣打又用完了。那8月1号先生，整个8月都要扛起来哦，好吗？8月1号先生，
刷到来，交通频道先生，你今哪里嘛来呀？刷到来是啊，结婚，刚婚刚下到啦哈，刷到来，我看一下，哎呦，不好，你嘛来呀咯，你嘛来呀啦哈，刷到来，子叶先生你好，你好，刷到来，子杰你好，小喵喵你好，小喵喵你干嘛这么惊讶？你干嘛这么惊讶？因为猪猪姐姐在唱歌的嘛。子奈你好，欢迎来到弟弟开冰刀啦吼，刷到来，晴天先生你好，嗨太上你好，猪猪啊，葡萄瓜累积3次。唔免哦，我后边还有10K 啊，应该是10K 啊，12盒啦吼。我后面听说后面还有12盒，不缺，好不好？不缺。1小时要睡觉了一下。好，小喵喵立这里困哦，你就快点去睡觉。然后猪猪姐姐真的快点，我们先来唱第一首歌。对我今天很乖，对。而且喉咙状况好险，没有像去年你各位大佬们被抓进那个录音室的那个状况这么严重。去年真的哇靠超严重，咳好久。然后今年还好，顶多被锁喉个3天左右，就渐渐又被解锁了啦。对，所以现在就是我也被解锁大概2-3天了。对，但是要完全复原，可能还是得靠免疫系统哦。我喝个水。熊爱葡萄瓜真的是，等一下，你们真的很爱超意耶！我特不爱吃葡萄瓜，常常讲我爱吃葡萄瓜，超意。一天中岛平安中岛贺吼，大家我爱呵。我就要看到其实我每次看到我直播间后方的这个烟啊，就是在烧上去那种。缠绕，我不知道那个烟气有什么，我记得有一个什么烟的成语是什么？等一下哦，香的烟的成语，等一下哦，不是荤哦，是线香的那种哦，就是等一下哦，成语也不是吞云吐雾什么。有一个什么绕对，烟雾缭绕，对，我想说的是烟雾缭绕啦，谢谢。对，国文老师可能刚又气晕在那个厕所了，不好意思。我每次看到啊，我大摆看到我后边的这个公妈白啊，的周身白啊的这个香，就是这个香在那个烟雾缭绕的那个感觉，我都觉得很安详，很安心欸。对，就觉得我们这个4.0的直播间啊，真的很感谢李白老师替猪猪制作了，就是让我觉得每次看了都会很安详的场景。每次看都体验心灵相合，然后就不自觉的拿起钵想要去跟那个祖先就是稍微沟通一下这样之类的。哎呀，然后看起来哦，就说一天不吃，哪有别乱讲，我没有这样说，泽野先生。梅龙桑你好啊，咱来讲下咧梅龙桑替咱委托的这张图。梅龙桑昨天替猪猪委托的这个图真的是，我看到好想揍你们哦！我觉得这是怎么可以委托的这么的，怎么可以委托的这么想？等一下我把它存下来丢给大家看。我看一下吼。烟雾缭绕，对，我想说的就是烟雾缭绕。然后这一周猪猪其实还蛮多活动的吼，谢谢大家的邀请。然后刚好自己的活动也是在这个礼拜啦吼，所以就是各种忙碌啊！等一下哦，快起来吼。好，这张，这张真的是委托的好我真的越看越想揍你们。我直接把对，这个就是我的心境。你们在谁在说我碰谁？你们谁敢再说我碰的？过来！因为不是一天不吃。他哇，你现在也很会超意嘛哈。
为啥有残影吗？哪里有残影？在倒位？啊，月饼你讲倒位有影残影？是眼睛怪怪的吗？哪里有残影啦？哪里？睡前又看了几次吗？越看越喜欢吗？你说这张图吗？它完完全全就是完全把我的心境画出来。这个七老师真的很棒，对，太神了，请大家一定要务必去委托报他好不好？七老师哦，你底下开播进前刚舞啊，食物件啊未啦，我透早吼食伤饱，你开台进前就袂枵，啊，即摆熊你安尼讲，我就熊枵起来啊呢。啊，不过不要紧，咱先来唱歌吼。啊，对我早上吃很饱，所以中午还没有吃。但建勋这样问，感觉又有点饿了。对，我本身吗？我本身有怎么有怎么有两只？等一下，为什么后面有另外一个我？等一下，等下后面为什么啊？等一下，怎么回事？等一下，后面有另外一只猪好可怕！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应该是那个，不是，这怎么这样子？这是我的替身使者，谢谢我们替身猪使者，好不好？替身猪使者就等一下，啦，我现在没有办法，等一下啊！不是，为什么有替身猪使者？等一下我不小心看到两个图层，等一下。啊，不是水灵宝贝不在啊！水灵宝贝，你为什么又在啊？哦，等一下，不是水灵宝贝，你为什么这么敏感？等一下，水灵宝贝，我刚刚还来不及打招呼，到最后您就出来了。然后阿月饼一说，你就知道在讲什么了，怎么会这样啊？伤脑筋呢？那刚刚打破被你一拳灌是我的荣幸，我们就来期待。下一次的一拳特点，我不会再放水了。对，只是我在思考我要怎么处理这个影分身，我要怎么处理这个替身使者。不是，我明明在赞叹这个七老师画的这个图，你们就立马就想被揍，你们现在就想被揍，你们现在就想被我揍，但是怎么可以这样子？立刻就想被我揍啊！水灵宝贝，这个精华可能不是那么好笑啦啊，可能没什么流量哈，这个不用剪没关系哦，谢谢。不准笑，臭阿月的绝宝的什么一天不播不是我，等一下，我好不容易回来跟你们聊天了，怎么这样子？怡婷你也喜欢我的精明干练嘛，对不对？不要看，对啦，鬼门开了，到底是今天开还是昨天开？因为我查是今天开，但是昨天下午有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已经说已经开了，我心里想说画了发，到底是昨天开还是今天开？但没差这一天了齁。就说替身叫什么吗？叫精明干练，知道没有？齁，重申一次，精明干练，知道没有？两倍，对。你看我们阿瓜多么政治正确，2倍的精明干练，知不知道？汉庭你好，燃烧神教你好，什么替身叫什么什么金州干练的什么东西啊？被你关起有加 buff 吗？这我不好说啦，我们可以再集气一下，对，板板再续办第3季有没有？对，然后这次我就不会再放水了，应该啦 ，maybe 看看我这张图，只要我一心软，我就看着这张图，对我决定了，第3届如果还有机会一拳特点的话，我决定带着那张图在现场，因为我每次看到你们见面3分情，见面3分情，我就软掉了，你知道吗？我就每次都心软了。我决定下次如果还有，我一定要把这张图印出来，然后放在那个我们 VIP 桌的那个工桌上。我每次看到你们一心软，然后马上就对水灵宝贝，快点，就你在我旁边，马上就那张图拿出来，就不行，不能心软，对，马上重拳下去，这样就对了，没错，太棒了，就是这样，就是如此。半夜23点算开了吗？的确啦，早诶，暗时11点。主席嘛，子时的部分好像已经算开了，但是我早上下晡听到广播电台的主播跟我讲，主持人讲今仔日鬼门开哦，大家说的哦，我就想讲不是明仔载吗？那我很想讲今仔日，就是昨天是下午2、3点的时候，我想说奇怪，为什么不是今天吗？应该是今天吧？哎呀，早上11点。那熊熊咧下晡的时阵，主持人跟我讲已经开啊，
一搞好小。今天对啦，所以我觉得昨天主持人应该是搞错了。精明干练的金是台的，朱熹，哦对，好，谢谢阿瓜。精明干练的金是台语的金啊，金，哎，对耶。哎，好，下次那个一拳特点有梗可以用了，可以，对，有梗可以用了。好，真的很谢谢阿瓜，真的万分感谢。好啦，我决定把我这个影分身之术先收起来好了吧，好吓人哦。雪云宝贝，其实那个不怎么好笑啦，哈，那个不需要，谢谢。哎呦，那没流量啦，不用花那个时间啦，对，那一点点碰的东西嘛，对不对？一点点碰的东西不需要啦，对不对？你也知道哪里碰。恭喜碰碰大病初愈。我才说哪里碰的什么恭喜碰碰谁啦？一点都不碰，明明一点都不碰，你要给我刷那个什么恭喜碰碰，谁啦？气死我！不要再掉了！为什么这么多碰又掉下来了？为什么这么多碰又掉下来了？怎么回事？不需要，这里不需要出现这么多的碰。不需要，但是非常感谢，就是这位碰来了又是谁啊？这是你家的碰，不是我的碰，你才碰你全家的碰，气死我了！不要再下了，猪猪大病初愈，不要再下了哦。对，谢谢啊，不要再shit，不要再下了。你不是你该停了，对，下碰浴了，好，该停的，不要再下了。好，感谢赞助的呢。对，如果你们对于刚刚那一则烹语非常有兴趣的话，基本上有赞助就有。对，它会随着赞助金额的大小，就是多跟少就端看您的赞助了哈。好，你赞助愈济这个钱，好，这个烹就会愈济，对，愈济，是安尼讲的。有人感觉这不是，我觉得水莲宝贝敢，对。因为他是我宝贝，他是对的，他剪什么都是对的。谢谢阿瓜，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我真的觉得太到位了，太棒了。对，然后也感谢七七老师，我觉得会师们在赶图真的是也非常辛苦。对，感谢委托，然后也感谢七七老师，谢谢。其实你去做台语老师，这个囡仔是不是就介意你的？应该是哦。因为我就介参囡仔人开讲的啦，我很喜欢跟小朋友聊天的，超多共同话题的，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他们因若是无气向来讲台语，我嘛是，嘿啊，我嘛是就我也是很希望有这个机会啦，对啊，我觉得我肩膀上有火的电视。不好意思，让你们看到刚刚那个莫名其妙的那个分身，你们就当做我又被盗账好了。有人敢请求流量少的来猪猪精敏感粒子什么啦？我没有啦，我就是刚刚不小心把2个图层就叠在一起，没有发现要关掉其中一个图层嘛？从哪里？你们为什么很会找那个赞助的时间点凑猪猪？每次都是一赞助就可以成精华，到底怎么回事？Nice Popo， 哪里碰都在荧幕上，什么不愧是天波元帅，大量抨击，对，真的是大量抨击。大家你好，抨谁是我爱啊？抨谁是爱我嘛爱抨谁是什么啦？天价大炮鱼死，必须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什么空其体身，什么什么刚才说。多爱什么 pose 啊，什么东西啦？你嘛是囡仔人，你给我骗，你给我骗啊！谢谢，我相信，其实我们的心目中都有一个小朋友的存在啦，就是大家都有心目中心里的小孩的存在，你们有听过吗？猪猪也有，大家一定都有。那个心里的小孩，其实基本上简单来讲就是。小时候可能没有被满足到，或者是可能有被伤害过的
那一面，即使长大了，他还是需要被抚慰，他还是需要被和解，那个就称之为心理的小孩。对，那个心理的小孩如果一直没有去处理他的话，其实在长大之后，你面对很多感情问题，特别是工作上的话，可能还有办法去做排解啦，但是感情问题常常会因为心里面的那一块小孩，不管是跟人家接洽合作，或者是说在可能真的进一步交往，然后论及婚嫁的这个部分，心理的小孩其实会受还蛮多的一些因素，然后被放大，是真的。对，因为其实为什么人家说原生家庭很重要，是因为这个心理的小孩来自于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一些经历嘛。那如果说原生家庭带给你太多伤痛的话，那这个你们心里面的小孩即使长大了，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抚慰就是以前受伤的那一块啊。对，那当您在跟其他人交往，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我觉得像基本上就是任何的性别都一样嘛，男生跟男生交往真的没什么，女生爱女生也真的没什么 OK， 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都好，当你在跟一个人交往的时候，那个心里面的小孩会被放大的非常的怎么讲，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心里面的小孩是什么样的形状，你谈感情就会是什么样的形状，大概是这样。那如果是很缺爱的孩子在谈感情的时候，他那个心里面的小孩就很躁动，他就不断的没有安全感，不断的需要另一半安抚。对，那就是因为可能小时候缺少的那些东西，现在转由希望另一半来满足他。怎么讲到那么深入的东西？其实我很喜欢跟朋友探讨这些东西。对，因为心里面的孩子其实我觉得也贯穿很多的一些在你们很多人事物的解答上啦。对，当你懂了这一块了，你会发现说，其实有时候你这段感情很像走不下去了，想说好，不然换另外一个类型的交往看看好了。但是你会发现，即使我换了另外一个类型的，为什么同样的事情还是在发生？对，那是因为你根本上心里面的那个小孩没有被安抚，没有被和解的状况下，你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你的另一半。对，所以解在自己身上，不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对，永远就是解答都在自己身上了。所以说，先把自己安抚好，才有办法去爱别人。对，好，这就是结尾，对，没有错。我觉得我该唱歌了，但是我还是追一下大家聊天室。等一下，你们是又在偷臭哦。等一下，有个问题，猪猪，你今天才发现自己有不会的，他不会的。对，之前如果有猪猪，一定马上就发现。对，如此精密概念，一定马上就发现。等一下，薄荷，你也可以稍微相信我一下。这样的话，有的28个小朋友抽到一个班级，对耶！8月1号先生，你要当班长吗？要开始什么？选魔法变成正太吗？不用变成正太啦，我比较喜欢熟男，谢谢。我觉得熟男也可以当小孩啊，任何年龄层都可以当小孩啊。不过这里有小孩的人夫，那些小朋友要叫猪猪阿姨了吗？不准叫阿姨，叫姐姐，小心被断腿。那些都是迪卡姐姐那种最碰最可爱小，对，每一个都是很想就是抓过来，然后折断，然后好好的揍上几拳，这样对不对？然后柳树先生厉害，就说你讲的就这样，不是啦，没事，我没有，我不在讲遐啦，哇，等那中完坡豆家就小型就恐怖不是啦，阿瓜，我真的不是在讲阴灵那部分，那部分我不敢涉猎。对，那部分因为我是胆小之人，我是无胆之人，所以我其实不管是不是中原普渡，我都不敢讲，你知道？对，但是我讲的这个在心理学这一块是真的是有的。对，所以今天嘛，感情洽谈台吗？不是，对，朱蒂卡没资格跟你们洽谈感情，我那是兄弟，对，我只是倾听的兄弟，倾听的好友，这样对。不要以为各位的感情洽谈。严肃一点，不需要这么严肃啊，不需要。对，只是我对于这类的东西，我都还蛮有兴趣去探索的。对，因为其实之前也是有遇过类似的状况，然后我也有在找答案，觉得说奇怪，就是在谈感情的时候，很像老是有同样的问题出现。对，然后我才自己去。算是爬一些心理学的东西，追根究底，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样，然后发现这些东西套在很多姐妹或者是兄弟的身上，大家都算是有一些共鸣，甚至就是真的是共通的。昨天看到一位心理师在直播上说自己自卑骄傲的差别，个人是觉得自己在领域
有所成就是可以骄傲，偏偏在身边的时候来讲，可能觉得没什么，这时候就觉得难的理解就算了，泼冷水是哪招？哦，也就是说啊，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可能对于其他领域的人会觉得这个人的成就很厉害，但是这个人身边同样都是同温层的状况下，也就是说大家成就都很厉害的状况下，那这些同温层的人就不会觉得这个人很厉害，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班级代表那个当葡萄干，你可以当葡萄干代表的话，请麻烦就是把它丢掉，谢谢。对，那海苔商你也当这个卫生股长。好、卫生股长为什么负责丢葡萄干？谢谢。对，负责用那个整理垃圾袋，负责整理就是不能吃的东西，谢谢。哈哈，老师你好，我觉得这好像经历很多啊，老娘都活了5005岁了啊，经历的还不够多吗？哎，真的经历还蛮多的，对。就是因为经历太多啊，所以你会去查很多东西。但是因为经历了太多，我们可以选择说你要成为一个正向的人，还是继续被那些负面的东西吞噬。对，我今天如果不正向的话，其实我早就忧郁症或者是吞噬了。对，但是我觉得我活着，我就是不想要不快乐啊。对，我这条老命，对朱蒂卡这条5005岁的老命，每天都要24小时，很公平。为什么我要活得这么不快乐？对，所以其实猪猪很少抱怨。我3次元跟2次元都一样啦。我在平常的时候，我平常型马西安呢，我线下跟线上都刚几宽狼，面线应该很了解。其实我线上跟线下就是同一只猪啦，对，所以我其实不太会去演绎另外一个人格，因为我就是我。对，那我的生活初衷嘛，就觉得我如果不正向的话，我会很难活下去。对，但是我长大才发现，原来这个观念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去好好的执行吗？因为太难了。对，因为每个人都还是需要避风港，没有错啊。哈哈，老师，谢谢，感谢你咖喱这个文化部爸爸的这个赞助的这个会员，台湾话猪猪也34个月。哎，你们记得填单，我们8月份真的已经要最后1个月了，而且最后1个月我们台湾话猪猪园的这个饭友哦，加锅追。很可爱的饭友，大家我们真的是最后1个月的奖品了记得填单你那是别像写这个表单你要是不会写这个表单我觉得就会红花你给他问那那海苔商基本上在现场。我们水母先生呢，某一天加入了这个文化部猪猪园不应该说他直升上柜的那个会员，他直升直接加的他直接加入，然后我就说哇，谢谢水母先生加入我们高阶会员。水母先生他就讲猪猪拍摄，我别想写这个表单要哪我别要写表单不过我想要这个礼物。我说不要紧，我帮你写就好啊。猪猪好想要这个台湾话猪猪园的这个奖品没有关系，水母先生你可以直接加150块的，不用加到3200、3800。可是猪猪我不会写表单好，我懂了，可以，我帮你写，对所以你若是别想写这个表单，我帮你写就好家己迪卡上过这个会员我就帮你写，拢我写拢我的代志，安尼好不好？对，我们水母先生就是对，体现了我们这一档就是真的是对很棒的一个示范好不好？好，这个月总之是饭友大家表单记得填起来谢谢你们。那中间啦，如果你们有持续加入，但是有忘记填表单的，记得要在附注上面说你们哪一个月忘记填表单，我们还是可以补寄给您。好，伊藤先生那边都有留一些备品，就是说如果有就是忘记填单的，我们还是可以补寄给您的，好不好？记得就是在表单上面跟我们说一下何必这个登记做康亏啊，柳树先生拜拜。你听成什么？胃酸鼓掌，感觉好痛你又胃食道逆流了喝咖啡吃甜食又让你胃食道逆流了吗？对不起，这广告有年代感了。所以第一首是我要快乐吗？没有啦，岳飞，我们今天这个不是我为什么又在追聊天室？我又追不到，完蛋了。我们今天指定曲要唱猪猪我不要忧郁症吧？不会啊，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忧郁，那个是很正常的状况，因为人的情绪就是喜怒哀乐嘛。哀愁我们会忧郁，我们会哀愁，可是要变成一个症状的话，我没有办法，就是我的生活不允许我变成症状，嘿，所以我就是努力重训。对，就是有生气的事情就想折断你们，或者跟你们讲干话，或者就是重训。重训对我而言像是很重要的一个排解的方法，还有跟你们讲干话真的很有用，你们要相信你们的存在很重要，您就重要的知不？跟您冷笑的真的有够重要的重要，小重要知不？你们在我的频道很重要，因为你们也是我排解压力的一个管道。因为看你们讲干话，看你那冷笑的真的是爽小爽知不？好，所以欢迎常常来猪猪频道讲干话，排解主播压力，谢谢。我为什么在讲这个？等一下哦，这里大家都很有成就，不要这样，浩浩老师论成就，明明大家成就都很厉害，浩浩老师也很棒，到底是又在这边每次都爱装萌新，又在那边群老除我，对不对？然后我看一下然后也谢谢大姐特别制作的那首歌最近收到大家好多，不管是歌曲还是图片的赠送，都好开心。只是大姐那一句那个砰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歌词里面有砰？那一定不是写给我的，对不对？不是我的，谢谢。胃酸鼓掌，低焦点，但是他身体状况。8月1号生日，这位胃酸鼓掌，一定就是代表这个海体上定在吃这个甜的物件，还是定吃这个葡萄干，这个胃也总控的怕派啊，这个肠胃因为葡萄干打坏了，知道吗？不想了，不管了，不要对电话。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哒哒啦哒哒啦啦啦哒哒哒。好 ，Q 到了，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每个人微笑对我，不是，微笑分享猪猪的，没有啦，我这边还蛮少厨余的因为猪猪基本上很少浪费食物，每个人都是要避风港，是真的需要避风港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的避风港是这里，是你们真的我不是在讲恶心话，我的避风港真的是这里，所以我才会每次这么期待。跟你们讲干话开台，你懂吗？不要理如一人前人后的猪猪吗？真的是这样。我没有办法去饰演另外一个魂，我就是我，真的线上就是只能是这只猪，没有办法去演另外一个人格，所以我很佩服有办法去经营另外一个人格的，算是直播主吗？对，说太负面的话，他会揍你一顿。可以，我们交给正向他吧，好不好？如果今天你不小心忧郁了，没有关系，那个生而为人都会忧郁的。我们请那个正向他好好揍你一拳，可以吗？然后天葬总裁胃酸鼓掌葡萄什么？已经等一下，这个称号有点长。原来高阶有这么多不是他你又在讲干话了。您是本频道年资第一，好不好？古稀高阶，你在那边讲什么？年资第一高阶，他总不要这样。不要这边装嫩。生不先生，这个猪猪园礼物太香了，但我不会填表单。不是小天，你都一次加半年1年的，你到底在那边讲什么干话？我最喜欢看你们讲干话。我们小天这各位要送给大家这个棺材板台语什么？刮擦板吗？刮擦棒吗？好，我再去查。我们这个棺材板的料基本上已经决定的差不多了，反正里面一定就是有芋头，对，芋头之外还加了很多料。那跟我就嘴聊哟，大家当期待一下就触别什么卫生不是牛吗？不是牛学艺股长不要这样，学艺股长，我们就是卫生股长是负责处理葡萄干，把葡萄干丢掉的水母先生，如此而已，好不好？对，我们恭迎牛妈，我们学艺股长，好不好？对，牛妈，对啊，真的排解压力啊！我追不到聊天室，等一下，我今天真的要练歌啦！不要我要练歌，让我练歌。我就排解压力，用力。你们是对，阿月比真的是，请用力替我排解压力吗？对，你们真的是，因为看到你们就很想凑一下，然后就排解压力了，知道吗？什么风纪鼓掌？不是，这位人夫子奈先生，好好选字好不好？对，聊天室不要，我不是阿瓜坏掉了，完蛋！你们到底谁带坏了阿瓜的？阿瓜最近坏掉了，完蛋！不行，不要，小天涯没路。大姐，谢谢49个月，谢谢群里努力打扫，就怕被赶出情侣。哪一次？不是啊，你怎么可能被赶出去？对，就是大家都怪怪的，不差你一个怪。不是，对不起，讲出来了，大家都怪怪的，不差你一个怪。那就不
好，对不起，下一则留言。我比较想吃牛妈我还没吃过避风塘哦。等一下，避风塘是吃什么的？猪猪没吃过。这不是有避风港，毕竟这里哦，都要走路都有方便。哇，浩浩老师金玉良言呢！浩浩老师，你今天这，哇靠，金玉良言呢！对，阮兜面线，每一个人行路都有风，吼，真正来阮兜，这风都足透的，知无？真正风外透，来，我们现场示范一下，吼，来阮家，每一个人行路都有风，真正有够透的，真正有够透的，等，我来示范一下，什么叫走路有风哦？哦，这风有够透，有看到无？哦，这盐水透甲像咧风台天同款有无？吼，来到本频道，吼，每一个人行路拢有风，吼，好不够大吗？吼，这样风就透，不要再吹了，不要再吹了，等一下，等一下，我的胖子，不是，我要讲什么？麦克吹啊，对，这样风够透诶，今仔日风真透啊，你看啊，行路拢有风，对，这里没有办法成为大家的避风港，我很抱歉。对我这个频道一直以来都希望成为大家的避风港。对，虽然说我没吃过避风塘，但是可以成为大家的避风港吧？可以吧？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毋过风伤透啊！等一下，为什么？因为每一个面线兄弟行路拢有风啊，飘行哦，要神啊！歹势，我的初衷没有办法实现了，因为阮兜的面线真正伤到啊！真正每一个人行路拢有风啦。好，这样可以吗？可以吗？等一下，有没有？真的每个人走路都有风，对，连香菜都对，没有办法好好的飘落，对，整个对。我说真的，我们家面线每个真的不是老板，真的就是主管什么的。真的每个人都走路都有风等一下，香菜先冷静，香菜为了你们而飘散，你们知道吗？好，可以，我们这样稍微还是对，不要让它飘，不要让它飘的这么激烈，对。我觉得我头发都要被吹散了，嘿，阮兜面线每一个人行路都有风，我家不要多吼，想成为大家安详的避风港，真的没办法，对，大家成就都太非凡了，好不好？这人成功，好不好？金玉良言的，浩老师，我真的互相，我觉得在猪猪这边很放松，干话能力都被激发。不是瓜，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你本来就很会讲干话，并不是你的干话能力被激发，你只是正常发挥，就像我的精明干练一样，知道吗？瓜，嘿，你只是正常发挥，就如同我的精明干练，是吧？瓜。被出去吃要饿死了，然后吃些不好看，所以你才会胃食道逆流吗？卫生鼓掌。避风港就是这样用的，真的无止境的疗伤啊！不然来互相伤害嘛。对啊，这样那是袂当让大家好好啊休困。我来相爱相台吧。我们来相爱相杀，你们觉得怎么样？讲完刚刚回去工作，好，大家快点回去工作哦，就是要唱歌了。好，阿瓜拜拜。是爸，你好，棺材帮什么啊？妙可先生，今仔日嘛来呀？牛年三十，我中昼要来食饭因为我透早食伤饱。协议鼓掌是什么？协议鼓掌。江立德你好，嘿，猛女是啥会好，对，跑向前跑。小天，你都可以 cue 到很经典的歌曲耶，小天，不愧是我那个就是那种第4台点播歌回的，就是必须邀请的贵宾之一，小天哦。聊天室开始加速，等一下，你是被贴水果摊的贴纸把它坏掉对吧？贴掉看起来就好了嘛。形容的好真实，真的很多水果摊他们就会把那个贴纸把那个刻胸啊，你知道不？有些水果不小心被刻到，然后就黑黑的嘛，然后店家他们就觉得刻掉了，怕什么？把些淡掉的怕什么？丢掉就浪费，所以故意把那个刻伤不好看的地方把它贴起来的。不是阿瓜，你全身是梗，阿瓜，多点葡萄干哦，达成各位美大的成就。
不需要，葡萄干太多了，是。这个是买避风塘罐头嘛，然后炒。我还真的没吃过避风塘对，但是我还是希望这边可以成为大家安稳的避风港啦。啊，姆哥每一个人家我都有红，就像浩浩老师讲我不懂，这锅我不扛，每个人来就这个哇叱咤风云对这个风又刮起来了走路有风完蛋了10级风完了，谢谢大家，对，这真的不是演的，这不是演的，知道吗？对，我们真心真意，好不好？我有胖吃大姐，其实我特别有感受对，每一个人都大心的，好臭有呢，我鸡皮疙瘩明明还是很显现的，给这个话剧演技版是不是？阿月饼我妈婆下催了看这是猪男朋友追不是啦，我追上了19个我是他的主播追就一个我追到了。特先提醒北部到2点半的时阵，对，我们要降速咯，我们北部的居民们要降速咯，好不好？日头手机我看一下帮到会变个看慢，对，等一下好像2点半就开始降速，然后等一下朱迪卡可能会变成颗粒大小比较大一点，莫急莫慌，那就是演练当中，好不好？避风塘算是一种口味吧，也做不少东西。好，2点半到3点还在公司当社畜，不会出门挺好吃的避风塘口味嘛。避风塘好，猪猪有机会再去查查吧。我追到聊天室了，我觉得我可以唱歌了。可是我的喉咙扣打又用完了，完蛋！我的喉咙扣打又用完了，完蛋！而且你知道吗？刀宝是超可爱，就是在我喉咙被锁喉的时候，他就很担心，猪猪可以练歌吗？我说报告老师，报告老板，没办法练没关系，你先背歌词。然后过了3天，猪猪可以练歌吗？报告老板，依旧锁喉没关系，猪猪你先背歌词。然后再过2天，猪猪练了，可以练了吧？不是，老板还在复原中。我说猪猪背起来了吗？背了，应该 maybe 背起来了，应该。他是超可爱的，他就一直很担心我的喉咙状况要怎么把这个演唱实力奖的歌曲诠释得更好啦。对，所以现在我们就在精雕细琢一些地方，但是目前我必须先把2首歌的歌词背起来，然后再看要怎么去演绎这样子。对，好啦，我尽量背起来，但是我觉得眼泪记得你好难背哦。等一下如果碰掉就代表我忘记歌词了。对，降速是指不可以讨论我们这边合家观赏所以浩浩老师不用担心，我们这边基本上合家观赏应该是比较没有28内容，应该 maybe 对。总听说这种行动网络直接断掉吗？不是是降速，断网跟降速不一样。只是我也想稍微请问一下你各位尊爵不凡的熟男们，我在降速的时候，如果今天是南部，我应该要怎么做？刚好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大家都在这边，你们可以教我怎么做吗？就是我今天好，我被降速了，那听说我有一些可以做的设定，我应该怎么去设定它？对，我总是要未雨绸缪一下，万一什么事情发生在南部了，我总知道要怎么带尤姐一起做这个，对，就是避难的动作这样。波西米亚老师你好，避风塘炒蟹喝家吗？大家都这么推，我觉得我应该去吃一下。原来是那种降速，不是我们学艺鼓掌目前应该还在线上，对，我们降速有学艺鼓掌，但应该没办法降速。原来记得你，我想不需要你记得我精明概念就好。应该写被黑尔捆吗？原来只是降速吗？对，那降速的状况下说什么可以设定成固网？请问固网又是什么？就是都不晓得那什么东西。对，而且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这个时间请问你们的，因为又要聊起来了。对，但好想聊天哦，可恶。好啦，在大家可能有回应猪猪以前，或者是没回应都没关系，在那之前，我先来 setting 一下，哈。好，我现在设定一下，鬼转杂谈吗？然后1314先生你好，完蛋了，我又把那个
我又把唱歌扣打用掉了，应该是又用掉了，对，很明显又用掉了，又聊太多了，又聊太多了。好，避免在演练期间，特别是下午，安排重要的网络工作啊，怎么办？我觉得我今天的网络工作颇重要，但是我在南部，我今天在南部执行这个颇重要的这个讲干话的这个算是配信的这个状况，对我也很重要，怎么办？对，但是我在南部应该没关系，只是北部的朋友看的会比较痛苦哦。视讯会议上线上只好用网站下载离线地图吗？啊，原来还可以下载这个，谢谢小天，并在网络正常时算好离线地图，熟悉环境啊。瑜伽哦，原来有这么多前置作业要做好。过往是接实体，真棒啊！阿月饼，谢谢你的提醒。对，固网到底是什么？如果要连固网，我现在这个电脑就是连固网，就是接实体的是这个吗？演练中您应该配合的事项，配合演习，请依规定情境体验吗？实地体验网络降速，甚至无法连线的真实情境。备案设定，检视个人和家庭的什么紧急联系备案是否可行，尝试使用室内电话拨打或发送纯文字简讯。好，手动重置入网络未恢复，请尝试一下两种飞行模式5秒再关闭，直接让手机重置。聊太多也像很正常吗？啊，你们就最了解我了嘛，对不对？复合，可是我先砸一个就不是常态。不是，我刚只是跟大家打招呼，但不晓得为什么打招呼就变成了1个小时。对，大家都骗我聊天。我记得家里网络好像不会有影响，只是行动网络有影响啊。所以好，我像是插那个，就是所谓的固网嘛，就是我像是插那个什么什么线，网路线，对，那应该就不会有影响了。但是我在南部其实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有影响啦。固网的一家用网络原来是这样子，对，我像是在家里连那就没问题。对，好，但是你各位北部的待会也可以注意一下，好不好？好啦，时间来到着12点52分，我先去便所一抓。我觉得我刚刚不想喝水，喝太多，不好意思。感冒期间就是多喝温水，对，快点，我先来去装水。然后摘花，等下回来真的要唱歌，真的哦。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让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界伊实紧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江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高风飞，心比一嘴比一千个赞呢。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都找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个
着梦月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天的几段，脚脚乌啊，踮伫咱的猪猪的奶喽，我的水又拿回来啦，有啦，在这里啦，在这里啦。啊，我又聊天聊过头了，完蛋了。啊，对，然后我追一下聊天室哦。歌0.1砸99.9，好了，我真的要练歌了。然后夜夜离合，然后顶岛安安平安哦，不是用行动网络应该都没差。好，直接把冰箱水拿出来，没有，我今天没有放在冰箱，还是这么嗨吗？嗨呀，一定要嗨的，对不对？猪猪离开了，但是葡萄干没对坑，有人会当建议要怎做吗？不免建议，谢谢。偷偷放在桌，不要，等下打我，他们越坏了，等一下，不要啦。不过泡水的葡萄干意外的，好像上次猪猪还有办法入口诶，可以的话最好是泡莱姆酒啦。哎呦，那个莱姆酒葡萄饼干就是好吃。我回来了，好，我知道练歌了，我不能封闭假期，我来练歌一下哈。我们先从好，我们先从失母了情开始好了啊。我觉得喉咙状况没有恢复的状况下，今天也只是持续练习吧。真的要接到满意的，应该不会是今天，不过就唱唱吧。好，我回来了，陪伴大家在这个美好的午后时刻。然后大高雄工业国又喷雨了，对，我刚出去的时候又听到了稀里哗啦的下雨声。对，不晓得您的县市目前有没有喷雨呢？葡萄干风味水好不想喝哦，不要牛奶先生，不可以变成坏牛奶，不可以变成坏掉的牛奶，你要是好的牛奶，知道吗？我刚泡水喝还原成葡萄，作家都富有想象力耶，所以猪能接受那种不要啦，臭男生又在超意了，完蛋了。好，周一论好，对，谢谢牛奶先生。虽然说每次看到牛奶先生都觉得会生痰，但不得不说，我又很爱喝牛奶。每次都在生痰，完蛋了会生痰，再喝一口，再一口就好了。生痰了，完蛋了，再一口，这样。使用科技语言哦，抛开风味水不要。喷太阳了是吗？好 ，OK， 多晒太阳会快乐，好不好？南部的南部的这个雨拢一尊一尊嘛，对的，应该是一尊，真的就是一阵一阵的只知道香菇干泡水，然后鸡腿好吃，对，牛奶也好喝，牛奶超好喝的，牛奶就是不管配什么都赞。我仔细人吼，袂当无牛奶，你知无？那是蚵仔甲盐水，袂当无盐水甲蚵仔，牛奶嘛是同款，牛奶真的不能没有。他真的太赞了，我不能再聊天了啦！我们来练习，来，我的喉咙的扣打用完了，唱不了歌，应该还是唱得了，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唱得太好。好，葡萄干加牛奶也赞吗？葡萄干加牛奶可以不要吗？可以不要请葡萄干来侮辱牛奶吗？可以不要请葡萄干来侮辱牛奶这个议题吗？等一下，议题。对啊，牛奶配什么都赞啊，不行，葡萄干配牛奶你们自己对，请自备，谢谢。对啊，我现在新不了情。好，新不了情的歌词应该有背起来了。
那猪猪就好好的感受一下，我自己来唱唱。啊，如果我烹掉了，就代表我忘记歌词。好，心落知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哦，我努力不要咳嗽，大病初愈的喉咙有点紧哦。新不了解，来继续来唱落去吼。进不了名字，心落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卡痰，卡痰，大病初愈，卡痰。以前当便利商店店员拿快过期的牛奶整瓶喝完的。其实我觉得啦，快过期的牛奶，如果你新鲜开封的话，应该是不至于会真的拉肚子，只是一次喝。是安怎？哦，安尼啦，不是，无啦，我无要赶火车啦，安尼啦，火车要开啊，火车已经到车站。阮的目眶渐渐红，无我无要赶火车安尼吼。等一下，我刚讲到哪里？
啊，总之快过期的牛奶其实一次喝完，其实就还好。对，拉肚子应该就喝太多，拉肚子喝太多。好，新不了情。新不了情的歌词就从小听到大，应该是还好。眼泪记得你，我真的还努力记得中。来，对不起，妹妹们的耳膜烂掉了。来，我们眼泪记得你一下。眼泪记得你，大概还有可以练习的时间，我们就努力的一唱再唱。刚讲等下就真正要唱车站，无今仔日应该是要唱到。啊咧，啊啦，啊咧，啊啦，啊咧，你来啊哦！啊咧，感谢来到着迪卡的频道，啊咧，啊咧，啊咧，欢迎阿罗先生又来到猪猪频道。希望看到阿罗先生都可以玩这个梗，啊咧。啊啦，啊嘞，你来啊哦！好，新 K 朋友，欢迎挂台哦。今天猪猪练习唱歌，陪伴你们大家。谁知道你好，欢迎来到迪卡频道。咱来继续，眼泪记得你哇。大概我们月底吼，咱月底的时阵就会当过来决定要唱倒一条歌来参加这个金美奖的比赛吼嘛，迄当阵嘛是会跋杯一个问一个咱的公妈哦，咱后边的公妈，我们朱氏家族的祖先，月底的时候也是在投票，然后看大家觉得哪一首唱得比较好，然后再来我们再来撸扫扫我们后方的祖先排位。但是我觉得高几率可能。就是投票投出来，大家还是会觉得没关系，就决定好就好啦。因为上次是这样，啊，顶摆咧宝贝的时阵，我妈妈是讲不要紧啊，你家己决定好就好啊，你问我，这款代志嘛要问我安尼。对啊，但是好期待，就是我们月底再来撸一下，好看说会是什么样的杯这样。没事，玩久就可以说玩久玩回来，福利小做在哪？呵哦，好玩久就可以再玩回来吗？好，真会玩。太会玩了，玩不过你们大家，你们知道吗？好啦，我刚刚又不小心聊天聊太久了，我眼泪记得你，可能完蛋了，唱不好，完蛋了。我下次那个金咪练歌台真的不能再聊天，要乖乖唱歌，要不然喉咙扣打一下就用完了，可恶。好。来，接下来眼泪记得你哦。啊，然后唱着唱着肚子就饿了。然后等一下唱到结尾就会来宣传一下，这个礼拜还蛮多活动的哦。这个礼拜跟下礼拜都有一些活动哦，欢迎大家有兴趣有时间都可以来看一下玩一下哈。啊，等一下打嗝，大嗝，等一下。大哥你好，欢迎来到弟弟盖频道哦。好了，我想压低声线，眼泪记得你。完蛋了，我聚精会神的背一下歌词。哦。能不能找出这照片？对我说久等了，抱歉。空荡的房间，却塞不下思念。对记忆诉说了一切，拼凑着两个人的地点。我记得你每张笑脸。和你看日出日落，一
谁做的梦，谁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还在我身边，就这样回到了原点，明明就在眼前，却是不同世界。怀疑记忆不够清晰，双手究竟有没有紧握过？没你的日出日落，是我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不在我身边。继续走不停留，属于我们的世界。还有几次的擦肩错过，多少的懊悔还等着。My eyes， 跟着你不远。I need you now， 奢侈的许愿，眼泪记得你一切，瞬间停在永远。哦，不行，这首歌真的要等到那个喉咙状况完全恢复之后再来诠释会比较好。很多细节就是没有办法很丝柔的过去，不开心，没有办法很丝滑的过去了。我喝口水，腰神啊，好时不时在8月给我锁喉。我们看下礼拜能不能渐渐复原成比较丝滑的声线哦。然后我看一下聊天室哦，好像可以再跟你去看一场展。还有什么展览比流星展还要再可怕的话？我跟你讲，我经历了流星展了，已经没有任何展览可以吓到我。好，我们话先不要说太满。臭福利熊还有什么展？我觉得我已经经历了。哇天哪！我现在想到那个画面，那个美洲那个姓美洲的家伙一点都不低调，其他身价100万，我不知道有没有到100万啊。其他身价比较昂贵的蟑螂都知道要避嫌，知道要躲起来。就那群姓美洲的在台湾怎样地头蛇，完全没在藏的，而且还怎样吃果冻、吹冷气，被养得非常健壮。我真的这辈子没看过那个触须这么健壮的美洲蟑螂。我靠，好不舒服，超不舒服，不舒服，还可以唱这么好听，太好听了吗？牛奶，牛奶谁是？你是讲假实的吗？对不起，我唱得很烂，你认真，等一下。哇，牛奶先生，谢谢你全肯定。我今天真的唱得很烂，你相信我。
我今天真的唱得很烂，我有很多细节喉咙唱不出来，但是谢谢你，我很开心。对，谢谢你的全肯定，我会努力的把喉咙快点复原。但是急也没用啦，因为这种东西你免疫系统渐渐在修复中，至少真的要到下个礼拜，然后到月底以前，然后希望可以有几次自己满意，然后大宝老师听也觉得 OK， 然后大家听也觉得 OK， 然后我还会给其他像毛毛老师还有草草那边，我也会请他再听一下。对，反正就是录音师们、音乐老师们，然后还有兄弟们，然后还有跟我温刀的公妈啦，或温刀的周深嘛是宝贝之类，就各方面问一下这样。对，阿弟，欢迎你加入加入到迪卡下边的这个会员，咱感谢咱的阿弟来てくれたよね，阿弟，谢谢我阿弟加入了我们的猪仔专业，认真的慢慢来，谢谢，谢谢，好，谢谢，对。我觉得这些肯定跟支持，就是对主播而言是真的很重要诶。因为其实主播们在感冒的时候会很紧张，因为初见安安啊，蛮兄大帝，谢谢你。但是我们应该不是初见了，谢谢，谢谢蛮兄大帝的初见安安。掉落了砰，有看到吗？那个不属于本频道的东西都掉落了，那属于你们的砰，知道吗？吓得猪猪飙出这，对不起，我真的平常真的不会国骂的，对，咱南部人可能定嘿问候你家老母，对，可能啦，对，可是我觉得全台湾人都会啦，我很少在问候人家老母的，对，但是吓到我真的直接没办法，自发性的就飙出来了，我很抱歉。好，慢慢修养喉咙，谢谢，会的，也谢谢蛮熊大帝初见安安，谢谢，感谢你们，然后谢谢阿雷的加入。哦，我刚刚讲到哪里了？木乃伊真是啊，哎，在哪里？木乃伊，哎，在什么县市啊？那个会很可怕吗？很可怕啊！我差点忘了。因为我是无胆之猪，所以如果很可怕的话，其实我会不太敢看等一下，木乃伊展，真的耶，搜寻一下就有了。弟弟，我靠，这里哦。台南的大英博物馆埃及之王法老是不是？他会很可怕吗？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反正林北已经跨过卡抓的，应该是不会惊的。哦，在台北吗？可是在北部，台北的埃及展不可怕吗？那我就放心了。所以你们有推荐是不是？哇，在北部哦，北部的话，猪猪可能因为虽然说这个礼拜跑北部的时间颇多的，不过就是工作嘛，工作时程排下去之后，哇，要再上北部，可能还要再另外可能稍微的安排一下。不过我对于这个展其实是有兴趣的，有实体跟制作过程这样的，好神奇哦，好神奇，制作木乃伊过程。然后，奇美博物馆有吗？马克先生你好，那是奇美博物馆在台南，应该都有机会。奇美埃及展品比较多，但没有木乃伊。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要看真的木乃伊的话，要上北部才有木乃伊这样子。台南奇美是文物展要看真的木乃伊要上台北这样子。哇！好，那可能真的，如果真的要的话，可能必须，可能真的要再安排北上一趟。对，可能要看猪这边的排程，我是有兴趣的。对，木乃伊耶，我跟你讲，我老娘看过流行展，没什么可怕的，你知道吗？没什么在惊啦，真的啦，那个美洲蟑螂真的被咬得很胖，你们知道吗？可以看美洲流星如何制作成木乃伊吗？店总，欢迎来到猪猪的频道，欢迎来到第二边的但是嘎抓我真的没兴趣呢，我真的没有兴趣。我可以不要去再次访流星展吗？原来如此木
午安午安，谢谢马克先生。但是有疯抢的阿奴娃娃又是什么东西？阿奴，等一下，完蛋了！牛奶先生在加深这个展览的那个惊悚感，完蛋了！阿奴娃娃又是什么东西？猪猪看一下，阿奴娃娃啊，原来这个叫阿奴。对不起啊，我想到《仙剑奇侠传》的阿奴，对不起，年代感又飘出来。老娘5003岁，我只认《仙剑奇侠传》那个阿奴有够可爱，谢谢。年代，我在跟就此阿奴非彼阿奴，对不起。那个对，流星展已经看完了，我惊悚完了，而且怎么就不可以只有我一个人看到？是不是？当天大小姐跟母母莫名其妙，还真的连母母都蹲下去，你知道吗？连母母都一起深蹲了。我又把纪录片全部都传给我们水灵宝贝儿，对，就连母母最后也跟着一起蹲。那3小时我不知道在干嘛，看牛牛屁股深蹲。等到那个水灵宝贝把那个我们的精华影片剪辑出来，你们就知道我们那个3小时到底在干嘛。对，没有错，就牛牛屁股。对。我面对着流星展的透明玻璃，看着牛屁股在那边深蹲。对，我们偷偷的过去，而且我觉得我们运气很好，因为其实我们就8月7号过去，对，只是刚好就有白海豚要来不来，到底要不要来？那我跟母母还有大小姐就要，因为我毕竟身为南部人，我其实还好，但是我担心他们从他们的国度过来找猪猪，就是移动上面会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对，所以。我有特别问说要不要有备案日期，对，但是姐妹们就商量一下说应该还好，因为感觉白海豚应该不会这么快8月7号就来访台湾，而且它路线又不一定，所以我们就照原定计划说好，那就对，我们就一样就在对我们的原定计划就在那天，我们一起前往这个流星展，对，哇，一刚那里头真的有够痒哎，真的是万分感谢。福利熊赏赐我们那个3小时，可以躲在流星展区跟流星一起吹冷气。你刚才其他的展区，今天烧热哎，其他展区热到我们这心怀感激的，就是在那边3小时哎，对我们深蹲什么的都无所谓了，我们不想离开那边，因为那边真的是太舒适。那边的流星都被养得很胖，你们知道吗？又吃果冻，又吹冷气，其他展区又没有冷气。巴不得就是不管几小时都想留在那边，你们知道吗？谢谢，让我们留在那边3小时，谢谢。对，然后就运气很好，那天就是我们看完展览，然后把一些记录啊拍一拍，然后就快点带母母跟大小姐去吃东西嘛。然后到了隔天天气骤变欸，听说中北部啪雨用到的，对，然后就南部这边其实也开始有点变天，所以全台湾真的一天之差，好险我们就是约在这么棒的8月7号，对，虽然说这个日期听起来很霸气，对，但是好险，对，就好险，就是2位姐妹也平安到家了，然后天气才开始变天这样子，对，550波比哦，那个后边的那个周深5波比哈，对，木来一阵牛奶先生，谢谢你，对我看到这个就觉得有点惊悚的，然后说到木乃伊你就想到那个什么那是什么东西？他嘛，那这个觉得我南美馆看啊，木下猪猪之前也有冲，感受，对我真的觉得真的很厉害，我只能说，从木下早期到他晚年的心境转变，在里面真的是一览无遗。对，因为晚年就是战争，然后木下其实也很无力，所以他晚年的作品其实比较偏人性跟黑暗，但是我觉得很佩服，真的很厉害。阿努比斯娃娃，好，谢谢福利熊。然后李逍遥表示识货，就阿努比较可爱嘛，好看的展不是电视生，不是想要我二刷，我这次不会放过你们，对，不可能，想要我二刷，对，不可能让你们这么快解锁，不可能。然后是被大嫂姐坑的凶手不是你吗？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母母一起过来因为我觉得就是3个姐妹好有话题哦，而且最后连母母也跟着蹲我就母母超可爱的，就是她看我跟大小姐那边蹲，她就是先帮我们拍记录，然
然后最后一轮，我跟大小姐这边3小时不知道干嘛，就这边深蹲，就可能聊到一半时不时深蹲一下，聊到一半就深蹲一下，然后最后已经倒数了，我不知道2个小时，不知道50几分的时候，然后木木说：“哎，对了，我们来一起蹲吧。”我说：“认真一起蹲。”他说：“对，一起蹲哦，来一起蹲哦，一起蹲哦，哦，好好。”最后一轮就真的木木一起蹲，这样很好笑。阿奴超可爱的啊，对，就逍遥哥哥不识货嘛，伤脑筋。然后先见迷者哦耶之类的，现在挑战对木乃伊深蹲吗？我都已经在流星展深蹲了，扑西米亚老师，你觉得我不敢吗？但是我还是看一下环境啊。大小姐问我，他如果蹲木木要看吗？我觉得看不是问题连木木跟着蹲我那时候就黑人问号，说怎么大家都这么热议在流星展深蹲，怎么回事？对，因为那边太舒适了，你知道吗？对，就是这么舒适的地方，有点羡慕流星，有点羡慕流星可以在那边吹冷气。什么阿努比斯火？台风的附近南部多少？分风比较热，超热，那天真的会被晒干。对，CWT 中途风雨超大，真的啊！多留さん来てくれたの啊？是我们的扣达的降落吗？我们大统领来了吗？所以深蹲会感染，我觉得会。对，因为可能母看我跟大小姐那边深蹲的好像蛮舒服的，有这么舒服吗？我来试试看看，好，我母姐姐教你背挺直，屁股翘高，用你大腿的力量，用你屁股坐下去的姿态蹲下去。OK， 胸挺直，背挺直，用你屁股的力量踩上来啊，很棒，母再一次，就是如此啊，好香。有啦，我真的很震惊的教他们了。谢谢扣塔的降落，因为猪猪刚刚好像没看到降落，谢谢你们，有降落是不是？我看一下，有，我们都有录下来，我们没有在讲很堂的东西，对，我们在做很正常、很正式的深蹲，好不好？对，我们这很健康，对，好，不管谢谢扣达的降落，谢谢猪猪刚刚就顾着聊天，不好意思，然后 CWT 去的时候差点被吹走，哇，风雨这么大是吗？然后不好意思，就是刚有我们来多留さん来てくれたの，我们统领降落了是不是？好像目前猪猪很像在这边，好像还没看到，但没关系，谢谢你们的降落，谢谢。我是来自高雄。我祖高雄来耶，迪卡屯足基，我是来自高雄的台湾飞机的迪卡屯足基，谢谢你们的降落。底下在套中岛吼，一当记名就是这种缘分呐吼。感谢我们扣达降落到猪猪频道，也谢谢就是扣达的伙伴们降落猪猪频道。然后不生气的话，前面讲的这个报名期限到8月31号，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所以猪猪努力在练歌曲，是因为我顶礼拜感冒啦，我上个礼拜感冒，我整个喉咙是没有办法唱的状况，对。然后现在渐渐复原中，好，我们就是先背歌词，不是，先背歌词，不是歌词，对不起。歌詞を暗記するね。歌詞を暗記しなきゃならないね。先来背一下歌词。对，然后等到下个礼拜，大概喉咙可以复原的比较丝滑的状况，那时候歌词如果也熟了，可能可以用比较更熟练的方式去诠释看看，这样。你要上班呐，你看唱歌真加油，好，我也加油。刚下结婚，吼，说得来是一个很捧的。店先生好好讲话，店先生。我相信，其实我每次去北部的时候，我都很想抓莫老师出来。对，只是每次都是工作就是卡得满满，因为猪猪每次北上其实都当天来回居多，工作就是卡死卡满在那边，所以其实不太敢再另外约其他朋友或主播出来见面。有一次很有趣，有一次其实我就只有30分钟，但是我那天就还是有东西想拿给笑乐，我就很想快点拿东西给笑乐，然后我跟他聊聊，所以就真的跟笑乐
约在某个地方30分钟也爽，然后彼此抱抱，然后说下次见，下次见，然后快把东西拿里收了，这样子也开心，你知道吗？就才30分钟，然后咖啡厅也不进去，因为没时间进去，就站在那边30分钟也开心，就是时间都很卡很死卡很满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虽然说比较没有时间去应酬交际啦，但是渐渐的也很庆幸自己很坚持这样的一个台的风格，因为留下来的这群你们这些臭男生臭面线真的都跟我一样都很喜欢我们台湾文化，对，我真的很开心可以一起讲干话啊，然后可以一起研究台语听台语歌，然后还可以一起准备很多很多关于台语的一些推广的东西，对啊，所以虽然说时间总是不够用，但是其实每次一旦有邀约，对，就姐妹们跟 V 朋朋们真的都很踊跃，对，所以这个礼拜比较忙一点，但是真的也很谢谢大家，对，愿意过来猪猪家玩。明天晚上我们的台语联动企划来，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的女神雨瑶，哇靠，真的是很开心，雨瑶的工作室真的也是一口答应嘞，而且我们当时也真的很期待雨瑶会用什么样的形式跟我们联动，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对，还有我们的路普，哇，2.0超香！你们昨天有没有去看？而且他原创曲真的有个小合听大家都可以去支持一下哦。路普刚好也换新衣装，然后还有我们的咪路老大，真的非常感谢咪路老大的邀请。对，就是应该说明天就是咪路老大，就是很刚好，就是在前几个月，然后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案子差不多准备要发通知出去了，然后刚好时间点就是很刚好，就是咪路老大那边也有筹备那个3D 的这个卡拉 OK 的活动，要邀请猪猪这边，所以我们是同一个时间互相邀请。对，也就咪路老大那边是邀请猪猪后天的卡拉 OK 活动，然后我这边刚好也是发邀请过去，是我们明天晚上的就是台语传话活动，对，就很同步，非常非常的感谢。对啊，谢谢老大，因为猪猪本身是一个作息太正常的人，所以晚上比较少有时间跟大家玩或者是联动，对，所以明后2天真的都非常期待。还有最可爱的海尼，哇，可爱的海尼，对，我真的非常感谢，因为猪猪很受就是寄图那边的照顾，所以就是这一次无论如何，猪猪也想邀请海尼过来一起玩，对，真的就是这条路上谢谢大家，所以不生气的话，明天晚上8点后，我们的这个台语联动，相信各位您各位的婆，你各位的主推台语都很好，对，我们可以好好的帮他们加油，台语的传话我会努力接上，对，因为明天的状况，对，要先跟大家讲游戏规则嘛，但我觉得留到明天好了，因为顶多就是让大家知道是传话，然后一题5分钟，但是我会怎么样传，留给明天好了，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齁，大家当期待一下齁，然后奇美到明年，台北到9月28号可以自己安排时间，谢谢福利手，好，没有问题，可以，谢谢，因为这个展我还蛮有兴趣的，然后老大的台语可以期待，我知呀，比如老大也台语嘛是9连等我不会啦，我觉得路普爸应该还好吧，我记得他也台语讲嘛唱啊就好听应该嘛是讲个袂歹啊，对，可以啦，明天我很期待，好不好？然后不会有惩罚因为我是觉得大家努力讲台语了，所以我们并没有安排惩罚进去，对，就是真的想要办线下办版的活动吗？一当问到我知影，嘿，我知影一路都有办过这个版的有活动，有猪猪之前有稍微的看过这样子，对，我觉得未来还是希望有机会办看看，到那个时候猪猪可能会有机会，可能这边请教一下，那边请教一下，当然咪路老大那边也是会对变成一个请教的对象之一这样子，谢谢福利熊，小喵喵我有唱歌，你看我的歌单，我很乖，我真的有唱歌，没错。小喵喵，你是被那个臭臭的面线哥哥盗账号是不是？臭臭的面线哥哥。好啦，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明天的联动很期待。然后
奥利后天的部分，讲讲我们到米鲁老大他们家唱卡拉 OK 的这个封面给大家看一下哦，好开心，好开心，对，没有错，而且当天也有爸爸还有我的欧达，对对对，好开心，对，就是大家虽然说都很忙，可是也是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把时间凑在一起，知道吗？对，所以就是好开心，明后天好期待，好期待哦！然后不生气的话，就是明天晚上8点来猪猪频道一起共襄盛举我们的台语活动。然后后天是咪路老大的卡拉 OK， 我们的3D 卡拉 OK 7点开始，然后大家也可以锁定咪路老大的频道哦，好不好？大家来唱歌哦，我告欢喜耶，好开心，好开心。然后那次兔孙可以唱，会当唱，讲的时阵会 K 安尼吼，不要紧，明仔载就知啊。我相信，我相信阮的录播应该是真高讲，我相信伊，好不好？然后这条就是伊拉下上班偷听，好，欢迎偷听。后天有龙虾可以吃吗？我觉得我对于怕怕的尾巴，应该是不至于真的咬下去。如果我真的咬下去，代表我肚子真的饿了。来 KTV 有龙虾呢 ，KTV 有交代这个龙虾要吃一嘴好啊。然后咬下去那瞬间听到怕怕的尖叫声，有可能哦，是不是？海陆双拼有龙虾可以吃，有牛牛可以咬，对不对？然后结果被反扑的是这只猪，这样。对耶，怎么后天的卡拉 OK 都是食物？完蛋了，被演上。真的耶，后天卡拉 OK 真的海陆双并真的耶，福利兄这样讲才突然想到海陆双并这样，可以啦所以你们记得得在后日7点的时阵吃饱哥再来一定要吃饱，不然你们会很饿。看到猪想到猪肉，看到爸爸想到龙虾，看到欧达想到牛牛可以吃，这样对不对？肚子好饿哦喝老麦个冷笑呀。好，总之呢，对，就是活动很期待，对，只有老大不是，所以老大结果是反而是老大享用海陆大餐这样子，对，一起给老大享用没有错，对，一定要的。我们供奉老大，这样是不是？对，是老大的阴谋。马上有可能怎么都是食材系的？然后看着猪、龙虾牛在打架，应该是不至于打架啊，只是肚子太饿，不小心朝那个怕怕的那尾巴咬下去，不小心朝那个欧达的手啃下去，这样子。现在我不要吃，我没有吃肚肚哦。后天猪猪穿上3D， 是的，我们基本上后天在米鲁老大那边的联动就是 3D 卡拉 OK， 没有错，我们 3D 动捕服又要出动了，让大家 3D 晕的这个神官帽的这个造型又要出动了哦。好，谢谢，喝口水。好。继续来练习，我们新不了情的歌词应该有比较熟记了，但是我们就反复唱哦。现在来到1点38分，现在时间来到1点38分。好，那今天喉咙的状况也不要太强迫，所以搞不好在降速以前就可以降落到其他频道去，但是看状况蜘蛛像压低声线我们继续练歌。好，我们继续练歌然后好，我们来聚精会神一下，新不了情。老大的3D KTV 你说唱好期待哦，就是很多梗图是不是？好期待哦！好，朱迪卡万分期待，真的。我们期待一下当天会有什么样好玩的情节，大家要来看哦。
好，来吧。哎呀，对不起，我刚刚一直没有开那个，没有把伴奏开出来。我是很精明干练的，怎么会这样？忘记开伴奏，怎么回事？啊！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人难了，情难了。新的秀丽你好，欢迎来到迪卡频道哦。今晚唱的是那万芳的新不了情吼。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鳕鱼相思忘不了，好吃欸，涛啊！他为什么会突然变成头文字 D？ 我无要吃豆腐，我熊熊比这个头文字 D。无呢，我今麦无要吃豆腐，所以讲我常常咧清苦，清苦就是深蹲啊，要补充这个蛋白质，但是那个画风图变的话变成头文字 D， 这边下面进行。新不了情，
没有啦，我们家乡不缺豆腐，对，也不缺葡萄干，谢谢。真好听啊，有介好听啊，新秀丽，要去哪里拿哦？吼，不会好完呢，还没复原哦。我们那个丝滑的那一些声音，可能还没有办法太丝滑啦。哎呀，我们看这个后礼拜吼，这个拿的状况会较好无吼。猪猪的确是头文字啊，对耶，我是迪卡，我是头文字 D， 哎，真假的呢。而且讲到这个东西，哇，这个好想分享哦，这个可能要等到那个这一趟猪猪又再访我们亮哥欢山，就是荒山亮老师的火箭88工作室。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当然这个消息可能要到年底才会公布啦。对，不过就刚好又想到，就是马克先生说这个头文字 D 有连到，就是我们这次那个合作的某一个部分，挺有趣的。对，那这个头文字 D 如果在年底公布的时候，如果马克先生还记得的话啦 ，Q 我一下，因为我担心太多事情。对，就是可能现在才8月有没有？然后要到年底还有一段时间。对，那真的有一段是跟头文字 D 是有关联的梗，很有趣。对，那这个大计划、大合作就只能请大家拭目以待。对，因为我是 D， 猪不能忘本，没有忘本，很好吃，谢谢牛妈。好啦，来，我们没有办法丝滑的唱眼泪记得你，但至少我们先来把歌词熟记吧。谢谢小天，好，多喝温水真的很重要。好，没关系，你就 cue 我一下头文字 D 的部分。对，就当下那个活动公开之后，然后马克先生如果还记得的话，但是呢，他打死，但是呢，喜靠喜。如果但是忘了就忘了，没有关系，不要有压力。没有压力吼，难道是那个吗？阿雷哥，阿雷，第二靠玛亚呀，阿雷。那阿罗先生就说：“关我屁事。”江苏猪好吃啊！刚下咱的小天咖喱，伫咧文化部爸爸的赞助。不过咱的小天哦，是咱绿界这个上贵这个会员呐。一摆拢半年一年，安尼咧来我们之前那个半年1年的那个高阶小天，那个目前文化部爸爸的这个会籍，基本上是你们眼睛业障重。对，他是本频道高阶会员，谢谢。阿罗先生，不好意思，那躺枪谢谢你们的支持。我觉得我在高阶会员这条路获得了很多因为我真的没想到可以跟大家玩成这样。我就连7月份的那个不是猪脚，但是又是猪脚的那个猪脚造型馒头也玩得好开心哦。对啊，谢谢你们给我很多很多的点子。对，还有相爱相杀的蛋糕，真的这个礼拜我们已经完成了另外2颗相爱相杀蛋糕，我们福利熊赐福。对，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吃到的这个状况。15号基本上我也赐福了一些工作伙伴跟李鹏鹏的部分，到时再跟大家分享。反正有劲算我头上啦，好不好？怎样的有劲都算我头上，不会算在你各位大佬福利熊身上，好不好？头文字 D 的既视感一下，这样。什么是什么嘞？阿đệ，恭喜你，阿đệ。好啊，来，我们来眼泪记得你一下，我们继续练习。这个目屎吼会记得你，等咱一首歌的歌词，目屎记得你吼，熊变成是迄台语歌曲，不过这首歌是国语的，不是歌语的，不是华语的吼。还眼泪记得你，孙盛熙这首歌不好唱我觉得它比《新不了情》还难唱哦。然后背歌词，朱迪卡乖，背歌词。能不能抽出这照片？对我说就断了，抱歉。空荡的房间，只塞不下思念。
对记忆诉说了一切，拼凑着两个人的地点。我记得你每张笑脸，陪你看日出日落，一起做的梦，谁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还在我身边，又这样回到了原点，明明就在眼前，却是不同世界。怀疑记忆不够清晰，双手究竟有没有紧握过？没你的日出日落，是我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都只是错觉。醒来你不在我身边，继续走不停留，属于我们的世界。还有几次的擦肩错过，多少的懊悔还等着。I close my eyes， 感觉你不远。I need you now， 奢侈的许愿，眼泪记得你。瞬间停在永远。原来记得你。我觉得这首歌的有一段歌词我常搞错，能不能走出这照片，对我说就得了抱歉。空荡的房间，却塞不下思念，对记忆诉说了一切，拼凑着两个人的地点。我记得你每张笑脸，是和你看日出日落还是陪你看日出日落啊？就这里，等一下我确认一下。眼泪记得你，看一下啊，和你看日出日落。和你看日出日落，一起做的梦，谁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还
在我身边。没想到朱也是能英格里序的啊，其实我不能。我的英文咬字也是真的是一个罩门啊！英文好难哦。对，不过就尽量啦，就唱过去。因为其实虽然说咬字也蛮重要的，但是评审他们要的是听起来舒服，对他们而言好听。然后如果说真的也不是唱多标准，其实真的也还好，因为有时候太标准，那个情绪不对，也有点矫枉过正。好，来我把嘎基等下框上去放出来。8月1号先生你好，8月1号先生你好吼。好，好，我们现在再休息一下，不要太操喉咙，聊聊天吧。然后除了刚刚介绍的那个明后天的活动吼，这个台语联动活动是明天晚上的8点，然后咪路老大的卡拉 OK 3D 卡拉 OK 是在后天晚上的7点就不用哎，好，大家好期待哦。然后还有这个，阿雷先生又躺枪，这个就是啊，时间过好快，天哪，下个礼拜就要来了，对不对？8月22号礼拜六，对耶，时间过好快哦。下个礼拜六即将迎来的是我们台日的学术交流，那目前也是继续售票中，对，然后很开心这次可以跟威志教授一起，算是台湾代表跟日方那边做一个台币圈的学术交流，对。那但是我有一直在跟教授们说，其实我觉得我的经营方式比较冷门，比较偏门啦，所以我觉得我不能代表全台币的立场，但是我可以去分享在这条路上怎么跟兄弟相爱相杀，还有就是我喜欢的这些本土文化推广是怎么转化成直播的这些内容，就这样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更厉害的经营者或者更厉害的主播一定到处都是，对，所以我就是在我自己的立场会以就是台的经营这个频道的心得为主，对，并不会太多去解说说怎么样才有流量，怎么样就是才称得上很棒的 VTuber。 No， 我觉得我还不到那样子，我只是用分享的方式去做一个算是这一次交流的诠释，这样对，所以很期待这次的交流，对，所以不嫌弃的话也欢迎购票，然后双人套票比较便宜哦，对，不管你有没有另一半，可以邀请一下哥们哦。哥，兄弟 bra， 你看起来很像很喜欢学术交流的样子，我们买个双人套票一起学术交流吧。哦，你放心，绝对不会被告性骚扰，因为你真的是正当的学术交流，真的购票去学术交流，知道吗？哦 bra， 你看起来很香，我们一起学术交流。对，马上亮出这个 DM， 哦，真的是学术交流，绝对不会被告，不用担心，好不好？听到陶醉的牛奶声声吗？谢谢，就是如此陶醉的牛奶。对，连续2天，对耶，连续2天晚上猪猪哎，真的没有错。所以晚上的时间对我而言非常珍贵，没错。但是我觉得，毕竟大家晚上时间比较方便吼，所以就是也是大家愿意来猪猪频道玩，对。然后下个礼拜的学术交流也欢迎大家购票起来，对，一起交流。bra， 你看起来很香，你看起来一副很喜欢学术研究的样子，来，要跟我来一场学术研究吗？一开始讲真的怪怪的，让我们一起来交流，兄弟你真香，兄弟请转身，干嘛叫我转身？你看起来怪怪的，我小心我报警哦！你转身，我干嘛叫我转身？转身就对了，然后一转身学术交流 DM 在他后面，这样对，我们一起来学术交流 bra， 听说双人套票才500块 bra， 兄弟。我们一起省下这50块吧。兄弟你好香，感觉是个被告。好啦，不管你们邀约的是兄弟还是说你们的另一半都好啦，双人套票比较便宜哦，可以买起来，好不好？感谢大家。对啊，我想也今天唱歌大概先练习到这边，对，然后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这一周可以跟大家聊聊的哦。虽然说我现在肚子好饿哦，我今把巴肚子摇诶，对啊，对，除了这个礼拜的活动哈，然后流星展我们也顺利的结束了。对，虽然说其实很惊悚，但是我真的觉得还好有去看，因为真的看到了好多漂亮流星。对，那这些东西就是全部都交给我们的神力女超人水灵去剪辑了，因为水灵她一点都不怕流星，对，我只能说她是我的超人。然后木乃伊展如果有时间的话，猪猪看有没有办法再另外安排时间。对，因为毕竟上去一趟其实高铁钱也还蛮贵的，所以猪猪也要纳入考量这样。对，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对木乃伊展猪猪再思考一下看说排到什么时候。那另一半的兄弟可以牛吗 ？Why not？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对不对？兄弟的另一半吗？你可能要跟你把你的兄弟参详一下那是你兄弟会讲会记你们就可以啦，反正就只是买个票嘛，对不对？顶个人数这样子。坏东西厉害，兄弟转身能否？可以转身。我们那个学术交流地宴就在后方，这样被一堆漂亮的尖叫，被一堆你唯一被吓到的那种叫做对不起，水灵宝贝，那个真的很惊悚，那个真的逼我不要出脏话，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漂亮流星，你愿意让那？我觉得，如果是一场漂亮流星的学术交流的话，为他买几颗果冻，让他放在家里，好像也没有不行。只是一想到它的种类是流星，对不起，我还是没有办法。对不起，我真的对流星这个生物没有办法母爱泛滥。对不起，即使它身价很高，可能还是没办法。可以不要吗？展场没有，展场真的他们展场其实蛮简易的诶，而且其实我们还在思考说，当天还在跟母母还有大小姐思考说，互动的话谁要拍谁尖叫，然后谁就是尖叫到模糊要怎么样呈现，结果现场并没有体验的贵，我当下真的是松了一口气，马上又多深蹲5组，对，表示我的心情多么的雀跃，马上可以深蹲5组，你知道吗？他的现场以为有体验区就没有对，很可惜没体验区，但是它是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当下真的非常羡慕种流星可以被养得这么肥胖，还有吃不完的果冻，你知道吗？某种方面来说也是知道了流星家族不是只有那让对，而且那个姓美洲的一点都不低调，其他的都很低调，其他的就都很安稳的就躲在某个空间，就很可爱，就缩在那边当角落生物，好像蛮怕生的。就那个姓美洲的是怎样？真的是他家，那个台湾真的是他家，很活跃到处爬，到处跟大家互动，感觉自己就那个 super star， 你知道吗？那个 spotlight 打下来就他最惊悚，你知道吗？高雄一刚的 spotlight 哇强对，我们高雄艳阳的 spotlight 是不是超级强大？打在他身上，他非常的习惯，对，因为整个台湾都他家，他一点都不低调。Hey bro， 我要约你老婆去学术交流，听起来就你就拿这张 D 页出来嘛，牛妈，你就拿这张 D 页是真的，我们缺一个名额，我只是想买便宜的套票，对，我真的是学术交流，好不好？对，不会被告，不用担心，好不好？是真的正常的学术交流，对。就讲的好像可以适装的没有，我真的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已经思考好了，就是我不戴手套，就是一旦被拔起了就各狼者呀各狼搭，就想说可能是大小姐还是某某替我拍，然后惊吓到模糊的那个片段，然后我的手就是在颤抖还是怎样，对，但是讨论完之后发现根本没有体验区根本找不到任何体验区这样每周六对，他真的要检讨，对，他就好好的低调在那边就好了，他不躲起来就算了，他也很雀跃，就是那个触须一直在扭动，怎么回事？没有人想跟他互动，没有，对，他真的是当他家看得很不开心而且我跟你讲，美洲流星的那个盒子超可爱，因为美洲流星就是
我们在台湾看到就马上拿出蓝白拖嘛，所以美洲流星里面的那个柜位，就是它的那个环境最下面蓝蓝白白的那个其实是蓝白拖，但是我不小心标出脏话的那个影片可能看不太仔细，我还很有诚意的再次拍了一次，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审视，让大家可以看得仔细，是蓝白拖的那个角度再次拍了第二次，让人惊吓度爆表的超肥大美洲流星，就为了让大家看了一下，它那个是蓝白拖，美洲流星其实是跟蓝白拖住在一起。对，我是觉得元芳很有心耶，对，只是这种东西我只能请宝贝剪辑成这个受词，我打死我都不想分享在这个 Twitter 啊，这个万一 Twitter 以为我喜欢流星，一直推这个演算法给我这个没有办法啊，打死我都不分享。对，这真的是学术交流在打我觉得没有很奇怪啊，我很奇怪吗？不会被告，但可能会被打。学术交流你们可以省50块，对不对 ，bro？ 那海流星我觉得好像就还好。对，伊莲跟哀莲差别，我跟你讲，对，身价很高的大家都很低调，都很哀，但是那是美洲的每个都很一，而且那个触角很活跃，大家都很开心，你知道吗？没有人要跟他互动，对，他误会了，他真的误会了，不止秀子，他觉得仙灵宝贝，对，既然我被拔刺了，我去也去了，来都来了，我分了好几种不一样的片段，全部都丢给水莲宝贝。你看我家宝贝多棒，他好了解要怎么把这些回馈给你们哦，他好知道我们家兄弟想要什么哟。不愧是身兼我们家的扳手，也是身兼我们珍贵女面线的水莲宝贝，他真的好懂好棒哦。水莲宝贝交给你，要多高清就有多高清，知道没有？对，不需要打码，不需要面对他们，不需要打码。对，反正我看到的东西，我要一五一十的呈现在他们面前，知道没有？腰费跟官司费可能不止50哦，对，可能后面要加一个万，对，50万，对，谢谢啊，乔乔老师厉害，乔乔老师我看到了，我就看到，我就想到这个 V-Stage 演唱会，我那是想到这个 V-Stage 不是 V， 我那是想到这个 V-Stage 演唱会哦，不是这拍谁？不是这拍谁？哦，我就好想揍他们哦，乔乔老师。我看到乔乔老师就马上连接到咱的 V-Stage 演唱会，那是给我鳌拜，我袂跟扔心瓜，知不？我不会再心软了。感谢阿瓜委托七七老师的这张美图，完全把我的心境全部都一览无遗的画出来了，如此完美，如此的呈现我的心境，我好欣慰，谢谢。乔乔老师最近好吗？对，南部这边最近一阵一阵的大雨，不晓得乔乔老师那边天气状况如何？然后赶稿也好好注意身体哦，谢谢过来看猪猪。可以问，尊爵差多少吗？尊爵差多少的意思是，店总，你说尊爵差多少的意思是什么？然后白鹅高兄弟儿子表示嘴馋。是这样吗，马克先生？幽灵厉害，想知道品种我全都有录下来，全部，而且其实都长得不太像流星，长得很像那种，它就是很像大型昆虫，你很难想象它是流星，而且有些很胖很可爱。对，就是那个姓美洲的家伙一点都不低调，他就一直想跟人互动，但没有人想跟他互动。对，没有人不痛苦。好不容易有一株来美洲，没有，我真的不想跟他互动，而且我还对他飙脏话，他一点都不想躲起来的样子。通常听到脏话很难过嘛，然后可能转身就走。没有，我脏话飙出来，他感觉还蛮缺药的，他好像被人家骂习惯了，你知道吗？深红你好喜欢，我是朱迪卡啦。沈月丽好，那到时候你们把影片贴到 Twitter。然后可以拜托不要 take， 不需要 take 我，不需要，谢谢你们美意，我真的不需要，我真的不希望演算法以为我喜欢流星，然后他就推流星给我，真的不需要，谢谢。对，有些人像金龟子，还有那个你们知道会变成球状的那个圆圆的可爱的那个虫虫吗？那个叫什么？
有很多只长得很像那种圆圆虫虫，好可爱哦，就是会缩成球状那样。恐惧之恶的数量吗？啊，店总，我看一下，等我一下。我们这个恐惧之恶的数量啊，这个感谢店总的询问啊，我觉得应该还很稳啊。这个对，前阵子在忙，好一阵子没有统计一下恐惧之恶的数量了哦。而且前阵子那个寄图小伙伴在忙，所以他也帮我清掉了一些很像空单的部分，就有人下标，但是很像还没有付钱，所以现在确定，我看一下哦，200减掉，好，等一下哦，等一下再75减掉。我们恐惧之恶目前呢就来到了还差29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装版还有29张，你们才能解锁。对，最近这个朱迪卡除了这个葡萄干，还怕什么食物啊？这个食材这个部分啊，这个29张替我顶着啊！你们加油啊！我们这个DOV台语专辑的精装版非常的撒趴，我觉得这个月有机会到我手上，我到时会再开箱。对。那出货的部分没有意外的话，我觉得跟周边一起，大概最晚应该是落在8月底或9月初。那就是如果刚好您尊爵不凡的您各位有就是替我们下标了周边套组，以及我们的专辑是会一起出货的。对，所以到那个时候应该就整理的差不多了。那目前这图小伙伴已经差不多在做统整了，目前应该只剩下农药袋，在等待农药袋的到来。然后旗帜的部分，很像目前厂商那边是反映说，希望可能周围的颜色可以再深一点，印起来会比较显色。所以我现在在跟他瞧那个周围的那个紫色可能会变得比较偏红，但是确定是哪一个色调，我会再 po 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原本是紫色，但是厂商担心那个颜色变成 CLYK 可能会变得很淡，所以可能会把这个紫色变成比较偏红色的紫色。好，大概会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没有错。目前剩下29张的这个精装版哦，你们必须解锁啊，我才能知道就是这个第二食材我到底是有多惧怕啊。目前还有29张，谢谢店总的询问有人说只有家里看到的比较讨厌，其他流星应该很可爱，真的盛红，其他流星长得好可爱。每周一点，我真的不想跟他交流，但他一直爬过来，你知道吗？都说在每周里，我有骂水灵宝贝有帮我剪出来shit 我就是台式的跟美式的我都问候一轮了，不好意思。对，叔父等一下，什么叔父啦？什么叔父的时候都会听到流星也能当食材不行，我知道流星也是中药食材之一，但是我真的对可以的话，不想入口不想。那张图眼神跟拳头很搭，是不是？哪是够鳌拜？我每根能行光。这张图我说，如果还有第3次，我会把这张图直接列印在我们的 VIP 的供桌上。我请水灵宝贝时不时提醒我，见面3分情对我真的很有用。见面3分情跨点令的灯星光，看到你们就做不下去，但不行。每看过一次，打完招呼谢谢你们之后，水灵宝贝必须把这张图拿到我前面把仇恨值拉回来，对我就做得下去了。谢谢，这张图很重要。是不要再等一下。牛妈，你怎么这么了解美洲？这个是美洲的，你跟他是好朋友吗？同类就是好欢迎。那不是在问的时候，它会卷起来啊？那个卷起来的虫子叫做鼠妇，是不是？哇，大家都好聪明哦，知道？真的讲好可爱哦，好可爱，真的，我跟你们讲，里面的漂亮流星啊，有好多只真的长得都很像这个圆圆的鼠妇，真的很可爱。所以我真的觉得，美洲这家伙真的是老鼠屎，你知道吗？明明其他国家的流星是很可爱的，长得跟鼠妇很像，就这个美洲这个老鼠屎，就害我一竿子打翻一船的流星，你知道吗？我以为全世界流星都很讨厌，但是没想到其实除了美洲以外的家伙长得都很可爱，真的。你觉得会变可惜吗？盛红说啥呢？盛红，你还醒着吗？盛红，快醒醒！盛红，你确定？鼠叔刚刚说啊，原来那个叫鼠妇，好可爱哦！谢谢。
对，每次都让你们就是教会我很多东西，谢谢。对，好，总之谢谢曹曹老师，我们期待还有下次齁。这张图很棒，很棒，对。但是呢，我们激情过后，哦，对，兄弟激情过后，记得学术交流哦，记得约你们的家的兄弟学术交流哦，真的学术交流，好不好？真的，哦，我说的是真的啦，真的啦，左边那个学术交流啦，8月20号，双人套票比较便宜，约你家兄弟学术交流，知道吗？德国的可以不要吗？德国的不过就是长得很小只的美洲嘛，是不是？都不要，都不要哦。やめてください。世宏，我是谁？我在哪？世宏，你快醒醒！上次那拳不够重，是不是？世宏，谢谢大家。大概是这样。好，然后还有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等我一下哦。来，这个部分真的蛮遗憾的啦。这个是。蜘蛛在昨天收到了这个消息的部分，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只能说办活动真的是不容易啦，真的是且参加且珍惜。对，而且很好笑，蜘蛛私人信箱跟工作信箱分别收到了，所以就双倍的这个停办通知，就其实蛮舍不得的。那这个活动说真的经费真的很庞大，所以一下要找到接手的爸爸真的应该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今年应该可能真的还是要等等了。对，希望之后真的有爸爸接手，然后明年有机会再续办这样子。上周没事费，你别再说可惜吗？好，深红没有关系啊，至少你经过录音室，至少你经过录音室，被我们眼神的凌迟，你懂吗？对不对？上次那钱不够重，我觉得他可能上次后遗症持续到现在，对，然后失忆了这样。而且你们真的很会骗我，因为猪猪有时候就是太忙，然后这个里有参加吗？这个里有没参加？我有时候真会被骗过去，对，所以有时候记忆我也会错乱，被你们骗到错乱，你们知道吗？好 ，OK， 就今年就很可惜，对，所以我觉得，但至少去年该参加的就是有走到红毯啊，或者就有跟很多创作者互动到啊，还有跟呱吉互动到，还有猪猪本身就很喜欢的有特色的帅哥互动到，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很棒的 KOL， 对。那当然啦，相信可能今年停办，当然这些优秀的创作者还是会持续创作下去，只是就真的会觉得很可惜，就是希望这么盛大的活动还可以再被延续这样子。是不是记错了？没去过录音室嘛？哦，不好意思，就那个直播档的部分，可能我真的记错人了。对，他脸上写的盛红2个字，对，是我不对，是我记错了，谢谢。对，然后对我，所以这个就很容易让我想到就是金咪的部分。对，因为毕竟本身朱迪卡生而为 B 啦，就会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你真的要且参加且珍惜，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下一年会不会有。所以就是看到这个消息，我马上想到我的绿茶姐妹文文，她们真的很扛其实她们真的为了金咪奖扛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好的坏的一定都有，对，但是他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团队啦，他们就是活动顺利就好，对，然后中间可能有一些挫折什么之类的，就自行吸收这样。对，我每次看到的都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刚好。前阵子可能预算有一些冻结的问题的状况下，然后又刚好接到昨天就是他们统一通知各个创作者跟初审评审的这封信，对，真的会觉得你很多东西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对，就比起谩骂，其实就好好支持吧，对，因为你看办到第7届了，大家都觉得一定会继续办下去的东西，在今年的第8届，啪的一声就没了。真的说没就没，嘿，就是因为这样，今年金咪奖更要参加好、参加满啊，所以就会用自己的方式继续支持，就是金咪奖的部分，
当然可能有些奖项我没办法投啦，例如就是新人啊，或者是游戏的部分，但其他我能投的就投爆它。然后水源宝贝，我们目前还差一支比较重要的影片还没剪辑，就是我们的行销的部分。蜘蛛可能下个礼拜开始会整理时间轴给你，对，我们再来慢慢的归纳一下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然后他吧，上次你是真的没时间，火车订太早，演唱会听完就把东西整条去赶车。等一下，像我也是，等一下，你们不要再骗猪猪，猪猪真的会精神错乱。但是不对，他哇，你别想骗过。好，上次过去的他哇可能不是这个他哇，好，我只能这样解读，好不好？上次过去的长发美男可能不是这个他哇。对，但是我真的揍过他哇，我记得。然后这个马克先生，我不可能不记得。马克先生是被我揍到脸歪掉的，颞颌关节断裂的，我真的抱歉，马克先生。对，我真的没想到那个上勾拳这么重，你真的喷掉的当下，我傻眼。马克先生真的是我上一场就是觉得这个力道有点过重。马克先生，你像颞颌关节已经恢复了吗？我觉得下次可能我们就是那个。生前契约可能要先签一下，我再揍，好不好？这样可以吗？好想补去年的走真奖，不知道有没有素材可以剪。我记得去年走中奖很像有一些限制，所以猪猪没有开台。对，因为要就是尊重版权方的部分。对，但是有照片，好，有照片跟影片可以做剪辑。对，都在猪猪这边，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说。对，然后。这个猪猪也无法投。今年你说走中吗？还是机密的部分？对对对，机密的部分新人我无法投。对，新人真是老屁股了，无法投啦。对，然后有人说真的可以请小听证明，因为你抓住时间，高铁订得太早，所以真的没有被我揍吗？好，没关系，但是你在录音室里面被我们的眼神霸凌了，好不好？而且那个影片档有留着，你被霸凌得很开心。去年差点被不是牛妈，你不要讲干话，牛妈不要再错乱猪猪了，等一下。好想揍你们，可恶！等一下，太多活动了。好，谢谢，这就是我今天的心情。对，臭面线。下次我真的不要再心软了，臭面线。牛妈那个真的也很像，不是，我记得牛妈没有去，等一下你们不要再错乱我的记忆了，不要这样，拜托。都只会有的吗？康复保险工商吗？所以说我可以连接到就是那个比较玄学的，就是那个武谦老师的超度服务，以及我也可以跟就是保险公司做一个工商合作了，是不是？生前契约都出来了，这样。那直播最后逼上，就等一下。对，我觉得那个像那个剪辑那个 AI 真的是很厉害。我们那个盛虹出现，整个是 AI 化，对，人模人样，完全就是100%呈现我们盛虹在上面这样子，非常厉害。你的左圈过到现在还在痛，不是？牛妈，我不记得我揍过你，等一下，不是，我记得是，等一下，我记得颞颌关节断裂的是马克先生，等一下。你们不要再冲了，我觉得我快结束这场直播好了，完蛋了。不是，我要找降落地点，完蛋，我觉得我要被错乱了。等一下，我记得有的，你们跟我讲没有；我记得没有的，你们跟我讲有啊，完蛋了，你们臭男生。好啦，我看一下我们要降落到哪一个频道哦。今天谢谢大家陪猪猪练歌，但我今天其实也就是稍微的以记歌词为主，对，因为喉咙状况还是没有很丝滑，所以我们先把歌曲记下来，好，先把歌词记下来，对不起，打嗝，好 ，OK， 好，我们设定好咯，我们设定好了，的工作应该会很痛，不是？不要再混淆朱蒂卡了。好，然后感谢48个月住在专员。可蒂是什么？可蒂是有没有啦？下次真的可以办一场台北铁龙战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办起来应该火药味还蛮重的，会一发不可收拾。不然去屯竹鸡频道好屯竹鸡在开台我们去频道听他唱歌好了哦。他在那个练习金币奖是不是？哦，喉咙刚复原是不是？好，我们降落到他频道好 ，OK。他在讲干话，下播前给福利打个对不起，对我明明肚子蛮饿的，我要去吃饭了，一定有啊！像那天跑去，对不起兄弟们，我觉得我先快点结束这个直播，我觉得我的记忆开始在错乱了，对，完蛋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快切片尾，快点，快去找我的那个桌肉，对我们泡芙老师新画的那个桌肉，好不好？我觉得屯竹鸡的台语的确不错的。谢谢，这个他娃，我就感觉似曾相识，你也像是屯竹鸡频道那个哦，听说年资第一大佬是不是？对，明明就是高阶会员还没办满，就是70个月，你为什么已经70个月了？对，听说有这一传说，对，高阶可以用绿界加是不是？哦，好，谢谢绿界大佬是不是？哦，欢迎来到本频道，谢谢。其实老师不好意思，我们大家压力都很大所以常来讲干话。也谢谢娇娇老师，赶稿也辛苦了哦。我这刚才什么？所以电话再去找 B 不是 B 边，我在讲局边啦，什么 B 边都你们啦，来去找尤娜讲啦，拢你啦。尤娜讲过来了，等一下我要去找尤娜讲先过来了小兴哦，等下。尤娜讲，我头拄要去找你，我已经设定好了呢。尤娜讲，我原本要去找尤娜讲，就尤娜讲先过来啊。尤娜讲，你哪过来啦？我已经设定好要过去了。尤娜讲，欢迎来到弟弟开频道。我真的差1秒我就按下去呢，我们去找局边了，但是局边就过来了。哇靠，这是什么心电感应？快点再回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尤娜讲，记得过来点个多，欢迎来到弟弟开频道啊！原来下面那个降落对不起。尤娜讲，我本来要去这里啦。尤娜讲，我真的原本要去找局边，我都设定好了。对谢谢，感谢，欢迎来到迪卡频道。我们为了尤娜讲以及他的观众，我们快点再回来温刀我们快点再打开我们家那个大门，快点迎接尤娜讲，快点撞击了，双标了。撞击的，以为登机和降落这样在一手，是不是？对不起，而且我头拄仔就讲来，手里电话把我那可，咱可以在 B 边不晓得为什么变成 B 边了，你知道吗？我们去 B 边的频道，不是局边，好不好？那尤娜讲，欢迎来到猪猪的频道，猪猪大病初愈，对，上个礼拜感冒啦，顶礼拜了我妈抖掉，知不？其实上个礼拜被屯妈传染，所以我上个礼拜是完全声音，我连尖叫也尖叫不出来的那种就对，那个水灵宝贝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记下来的那一段尖叫很好笑，想尖叫也尖叫不出来这样。对，谢谢我马克先生送出了一个汇集，好，再一首吗？可以，我们为了局边特别过来，我可以用我的破喉咙再一首，局边你会介意吗？我像这是破喉咙哦，对，像这是对。就是拍谁？我问到 echo 伤强啊！我听到问到 echo 不？对，来，问到 echo， 这个卡拉 OK 真最好唱问到 echo 这个卡拉 OK 我听到来，看到咱的这个直播间后边有问到的公妈公妈是啥货？周深后面我们香烟在缠绕烟雾缠绕，点香啦。那这一摆咱的周深，咱中原普渡来啊我们中原普渡虽然说祭拜好兄弟，但也别忘了照顾一下自己的祖先，好不好？感谢来到猪猪的直播间，对，好听死谢谢直边。可是我说真的，我喉咙复原中，我有些丝滑的声音出不来，对，我只能可能等下个礼拜或下礼拜声音比较 OK 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呈现这些细节的部分。但是目前这个礼拜我们就先背歌词，对。叫春江名，然后想一记皮鞭吗？好，编我来，都编。对，请局边，请局边编我可以，很老舌我愿为了局边被编，好不好？可以的。我们传染都说喂掉吗？喂掉都掉，传染掉拢会使。喂掉都掉，传染掉拢会使
很多很多说法，所以台语其实是很深奥、很美的语言哦。也谢谢你们的降落。那么也当算短几嘞。我们的8月22号有一场学术交流，台日学术交流。那不嫌弃的话，对大家都可以购票进入。那目前双人套票是比较划算的状况，所以要是在聊天室看顺眼的兄弟，看顺眼的姐妹，可以修纠起来。bra， 要跟我来场学术交流吗？嘿，真的学术交流，双人套票真的比较便宜，是真的学术交流bra。兄弟啊，咱来交流起来，真的是正常的学术交流，好不好？好。兄弟们，现在开始降速了，你各位要被降速了。如果朱迪卡突然变得颗粒极大，或者是转圈圈，莫急莫慌，因为被降速了，好不好？对，好，北部的兄弟们，你们开始被降速了，开始防空警报了。83先生你好，欢迎来到这边的莫急莫慌。朱迪卡为了局边一样可以唱，对，只是可能是被降速的状况，不晓得会是怎么样。开始了，大家注意安全哦！我们现在开始30分钟，降速了。但是在这个降速的这个阶段，对朱迪卡的新不了情陪伴大家。来，我们为了局边而唱，好不好？来，等一下拍谁是眼泪记得你？等一下。感谢迪克赐名，我被迪克赐名鼻边。等一下，为什等一下，我无被赶车，等下那个是车站，我无要唱车站，等来慢呢。他都是回零机咧讲的，不是火车要来啊，歹势，我大家吓惊着，阮的频道无回零机，只有火车无啦。好，大家开始注意安全，然后对，不可以跑出去。好不好？大家乖乖的待在室内，用公司 WiFi 无所谓嘛。OK， 乱跑被抓到真的15万就没了，真的好不好？一样听得很清楚吗？我还在吗？北部的各位，朱迪卡还在吗？好，赶快接 WiFi， 快点，开始降速了吗？好 ，OK， 莫急莫慌。我在这个降速的状况下，我唱看这个降速的新不了情。来，我们来踹这个降速的新不了情。看一下哦，好，我先把这个收起来，然后让新不了情歌来几百。谢谢局边的降落以及局边的伙伴们。喉咙复原中的状况，我们就背歌词，然后也谢谢你们的陪伴。我们来新不了情。心落着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开始降速，牛奶先生被卡住了，哇！快解救牛奶，真的有警报！是，北部的大家注意安全哦，躲起来吼，不可以跑出去，乖乖哦。
心如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皎皎，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空袭吗？空袭金宝，空袭金宝。我这次指定曲用伍佰老师的《浪人情歌》，对，不是空袭 Gimbo， 不然现在如果就是指定曲刚好有空袭 Gimbo 的话，真的还蛮应景的。对，我们这次指定曲有很多很厉害的歌手的指定曲，对，伍佰老师也是其中一首的《浪人情歌》这样子，对，就大家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做练习或者是挑选，然后。来，这个是破喉咙的新不了情，然后我们再来把眼泪记得你再唱一次。眼泪记得你就真的好，好难唱哦。眼泪记得你还是要再琢磨一下。伍佰老师空袭警报我很像应该听过，但是我应该不太会，很像没有办法唱整首这样子，对。谢谢盛虹，感谢刚下咱盛虹上出几个会员吼。什么东西？Tawa来了，坏 Tawa 不可以这样子，你把账号还给好 Tawa 可以吗？今夜的寒风将我心撕碎。我每次都不小心把浪人情歌搞成那个让我将你心儿摘下，对不起，那是挪威的森林。我之前都不小心搞错。好，快点哇！2点38分，在这个降速，在这个降速的这个康长，朱迪卡还在，大家莫急莫慌。眼泪记得你，我们把它降速过去。降速的唱这个眼泪记得你，这个也算是改编哦。好了，不要闹，不要闹。好难唱，这个歌很难唱。可能会崩掉哦，不好意思。能不能走出这照片？对我说久等了，抱歉。空荡的房间，却塞不下思念。对记忆诉说了一切。拼凑着2个人的地点，我记得你每张笑脸，和你看日出日落一起做的梦，谁忘了说要记得我。
就会出现，爱你就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还在我身边，就这样回到了原点，明明就在眼前，却是不同世界。怀疑记忆不够清晰，双手究竟有没有紧握过？没你的日出日落，是我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爱你就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不在我身边，继续走不停留，属于我们的世界。还有几次的擦肩错过，多少的懊悔还等着。I close my eyes， 感觉你不远，爱你就 now， 奢侈的许愿，一切忘记了啦，瞬间停在永远。忘记了，我的记忆力也降速了。好，没关系啦，喉咙状况不佳，这次唱得很烂，然后又忘词，对，没事。忘词了啊，好难哦啊！原来记得你好难哦啊！我回来了，兄弟啊，瓜叔被给弟啊，这样后来的人呀，小喵喵，你是不是也被那个奇怪的坏哥哥盗账号忘记了秋秋老师，你什么都没听到忘记了。好，我这里要 memo 起来。嘿，我没有办法精明干练。哦，以为有蟑螂啦！我跟你讲，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流星可以让我惧怕了，然后去完流星展的朱蒂卡，觉得自己超猛，对，有多猛！我去流星展就算了，我还面对美洲流星，非常近距离高清拍摄，我超猛。原来会记得你的歌词不会，是的，他走，对我降速了，我跟着被降速了，对不起。好了，我觉得没关系啊，一次一次忘记哪里，然后就记得哪里，这样就好。好啦，刚温刚下，你给背背嘛，刚温刚下，咱的局边内刚的吼，等一下你葡萄干变得很爱吃，不是没有这种东西，它永远都没有办法变成我的爱，知道吗？生日礼物最流行了，不要，やめてください。臭男生不可以激动女生会害怕的东西，知道吗？好，对不起，江多的观众们面线熟男们，他们原本很乖的，对，只是他们1秒钟几十万上下，又是主管，然后又是大老板，所以常过来讲干话。对，他们其实很乖的，对，只是过来就是聊天室都会变怪怪的。你才怪，你全家都怪。好啦，谢谢你们的叫落啊！今晚我来宣传这个明仔载的这个
瓦当啊，不是这啦，哦，这个是刚刚跟大家讨论到的，这个是猪猪昨天收到的这个讯息，对，啊，非常遗憾，对，只是就鼓励大家，就是很多奖项且报且珍惜，对，今年金币也报起来，对你各位的推好不好？对，金币也报起来。对，但是去年很开心有机会去走中奖、走红毯。那虽然说今年可能算是暂时画上句点，但是我们希望有更资金庞大的爸爸把它接走。对，目前就期待一下这样。对，然后明天的活动，明仔载来活动嘛算短期的吼。明天的活动来台语传话活动哦，也感谢吴声老师撰写的这个企划，然后很开心明天可以跟雨瑶，我们的女神雨瑶，还有最帅的露布哦，新衣装真正是有够水，又帅又美，跟我很可爱的海尼，还有咱的老大，咱的大的米露大的吼，会当来斗阵来升一个这个台语的客话吼，我们台语企划明天可以期待一下哦，期待一下。总而言之，好听就好，猪猪加油啊！谢谢，谢谢思思，希望可以变得更好听啊！等到当外拿哦，看好玩呢，吼！等我的喉咙再更加的复原，好不好？在明后2个礼拜，希望有机会再让喉咙再复原一点。对，有没有像有些丝滑的一些比较细致的那个音都出不来？对他们超坏，谁带头的电走？好意思说。对，没有错，雨瑶真的是很多，不管是观众还是 V 鹏鹏的契机，对，她真的在台湾真的是女神般的这个地位，所以我很开心这次雨瑶可以来跟我们共襄盛举，一起来玩这个台语企划吼，所以明仔载的暗时的8点吼，爱来迪卡顶的哦吼，明天晚上的8点钟跟大家不见不散吼，这个是明天的活动，还有哦。真的后天，这个礼拜跟咪鲁老大真的很有缘。明仔载因来阮家佚佗，后日后天，咱去咪鲁老大因厝唱歌啦，唱一个卡拉 OK 吼。所以明天我们晚上玩完台语企划之后，后天猪猪要过去咪鲁老大他家3D 卡拉 OK 歌会，我们全面都会是3D 的样貌，全面3D 的样貌是什么？全面都会是3D 的样貌。那除了咪鲁老大之外，很开心这次还可以跟欧大妞妞还有我们的爸爸一起3D 卡拉 OK，都是很好吃的主播，一定要来，知道吗？有猪猪，有牛牛，还有龙虾，很可爱。真的刚好都很像食材系哦，香食材系，好可爱。对，总之就是很巧妙的，就是咪鲁老大那边有邀约，然后刚好猪猪也是同时间邀约过去，真的是礼尚往来。对，而且时间刚好也在敲在同一个礼拜这样子。对，好像很多人喉咙痛嘛，对，就最近感冒频传，对，不管是 COVID-19 还是流感之类的，大家都注意。雨瑶出道前的宣传就哇，真的假的？他真的是在台湾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学姐。好，记下来。对，等下店总你记什么？店总不要记奇怪的东西。店总你应该是记我们的这个联动跟学术交流，对不对？好，我们应该是没有奇怪的东西可以让你各位记啦。好，总之这2个礼拜比较多活动，也欢迎大家过来跟我们共襄盛举一下。好，把它排开哦，我们的活动。好，技能的活动。好，这2个活动之外，下个礼拜我们这个台日学术交流的这个部分，也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一下。等一下，在哪里？底下，对，好多活动哦。好，不嫌弃的话，双人套票跟你的 bra 买起来哦 ，bra， 我们去来一场学术交流，让它交流起来。你放心，不会被告，因为真的是学术交流。兄弟，请转身，干嘛转身？你要干嘛？转身，叫你转身一转身，原来是学术交流的敌人在兄弟后方。对，兄弟因此卸下了戒心，没有错，你的机会来了，一起来学术交流吧！谢谢大家，谢谢。我没有在讲很奇怪的东西，没有啦，双人套票真的比较便宜兄弟们省下50块嘛，对不对？这边海陆3拼，对，食材系海陆大餐，对。
这套餐听起来超高级，对对对，感谢麋鹿老大邀请，好不好？这个礼拜跟下礼拜都很忙碌哦。对，杏仁当点心怎么回事？哎，也是哦。有空来买那么几张真绝版啊，店总还差29张，店总您觉得该怎么处理呢？店总，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稳爆了，29张哎，29张啊，店总。来，我这个状况超稳，知道吗？而且还故意不关 A 口的状况下，稳的啦！我这个状况真正稳的啦，吼，知不？原来面线的干货，你确定是他们教的吗？对，的确是他们教的。对，但是我的干化属性其实我觉得也蛮强的。我哪是就爱得收的哈，兄弟别转头，我这个顶到，等一下。今天坏塔瓦的成分很高，但是这个浓度我喜欢这个坏塔瓦的浓度很棒，请继续保持这个顶到的东西。哦，bra 兄弟，对不起，东西顶到你了。哦，对不起，这个学术交流第一页顶到你这样子。看出何时吃不一样的食材吗？欢庆的是购29张专辑爱背起来，我才会讲，知不？反正还有29张的这个专辑，你们必须解锁。好吗？朱迪卡去年帮大家福气，去年帮大家福气。咱的这个调味台语的专辑，已经发行了，即马这个实体这个专辑，已经不是上市啦，就算是预购。现在大家在下方的资讯栏点一下我们专辑预购的这个平台，有精装版跟平装版，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那么朱迪卡除了害怕葡萄干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害怕的食材，打死都不说，我就是卖讲，卖好听怎样？但是这个精装版如果卖超过75张，我就必须说出来。不过目前还剩下29张的扣打，绝对稳的啦！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怎么看都是我是赢家，是不是？请转身，你这小坏蛋！都把家里钥匙给我了，还以为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吗？我拖着他的下巴看着他，他真的……等一下，牛妈开始那个腐花糖的基因开始打开了。对，我要问老师，他可以弄反而送猪猪 CD 哦，默默老师吗？啊，对耶，默默老师那边如果以后有复合式的活动，搞不好也可以。看默默老师有没有兴趣？我觉得这个就看老师，因为毕竟老师也很忙。自从去了流星展之后，迪卡从害怕葡萄干，并没有。明天是晚上开台，撑得住吗？我那是真正爱困啊！我不要紧，我吴昕老师，我吴昕老师画的，不要紧，不会啦，我会撑着啦。毕竟传下去，我还是得顶住，你知道吗？好啦，多谢大家来陪伴迪卡这个练这个歌曲，这个金币奖到8月31，拢会当报名我们这个第4届金币奖到8月31号都可以报名加油，大家一起投起来不管是老婆还是推们，大家一起投起来哦，且投且珍惜大家拜拜，切片尾喽。啊，但呢，局边已经降落过来了，我必须重新设定，重新设定这个，我重新 setting 一下，对不起，局边已经降落过来了，不能再降落了。我看一下，我让它降落到哪里？等一下，我差点忘了，局边过来了，我再设定一次，等我一下。谢谢局边的降落，再次感谢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降落到。好，这个时间我们去找，好，我们去找我们艳遇姐妹。她这个月的芋头不知道吃的怎么样了，这个月偶尔应该假个就送假个销送我们这个月就是芋头应该吃的蛮开心的，希尔吃的超开心的好，今天才看到有一款 BL 故事接龙有吗？你还不快上？没找我工商吗？没关系，希望有这个缘分，没缘分也无所谓，好不好？
お疲れ様。セット。わからない。好，我大家再查一下。语言切换真的是一下子脑袋会宕机。好、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シル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要降落到希尔的频道了，然后也谢谢今天大家陪伴猪猪练这个吉米奖指定曲。下个礼拜喉咙状况再比较好一点，我们再好好的多唱几次，再来看要截取哪一段，我们来投递这个奖项。大家辛苦了啊！明仔载暗时爱来哟，明仔载暗时爱来哟。大家拜拜。